Hello，大家好啊！歡迎嚟到預備課01學習的王道啊，同大家探討一下啦，我哋點樣去學習啦，或者係甚至乎打磨一個專精嘅技能，令到自己成為一個範疇、一個技能嘅一個專精者嘅時候，有啲乜嘢嘅元素，有啲咩嘅階段或者步驟，或者係一啲嘅秘訣啦，令到你可以即係叫做清心如意一啲。咁可能你會覺得好奇怪啊，點解我嚟學投資，我嚟學投機炒賣，嚟學 trading，了解下你嘅投機系統、你嘅交易系統嘅，點解第一課你竟然同我講學習呢一件事？咁就係喺最初嘅時候咧，我想去為你鞏固一個最緊要嘅概念、最重要嘅觀念，令到你之後咧去學習一啲交易認知嘅時候咧，你會學得更加好啊！因為喺我呢段嘅教學經歷入邊啦，即係話短唔短，話長唔長咁，但係訓練出嚟嘅一啲嘅學生啦，有啲而家亦都係獨當一面，有住好高嘅即係高收入技能啦，了解咗 trading 呢件事啦。當然，亦都有部分嘅學生咧，佢哋係浮浮沉沉嘅，仲係喺呢件事上邊咧慢慢努力緊，慢慢了解緊，或者中間仲會有啲唔同嘅跌宕啊等等嘅。咁所以其實呢一課咧係我觀察佢哋之間嘅分別啦，我自己作出學習性嘅一啲研究啦，我回顧自己喺學習了解 trading， 甚至乎我自己其他嘅一啲學習技能嘅時候，究竟中間有啲乜嘢嘅分野點？有咩嘅分野點令到有啲人去做得好，有啲人做得唔好？呢個咧就係想關鍵喺一開始嘅時候咧，就同大家講好呢樣嘢，令到你嗰個基礎啊，你個心念咧可以即刻去鞏固得到。你之後學任何技能也好，包括嚟緊呢一個課程入邊，你去了解 trading 嘅時候咧，你都會得心應手一啲。OK， 咁首先第一樣啦，要同大家去講嘅就係，其實交易呢件事咧，嚟學交易咧係一件好特別嘅事嚟嘅。點解咧？譬如你去學劍擊，你去學書法，你去學吉他，你係點樣去學啊？你中意你去學，你有興趣，所以你去學，正常都係呢個原因嘅。但係你學 trading 咧，你其實未必係中意 trading 嘅，你係想賺錢嘅嘛，係咪？即係喺過去咁多個學生入邊，我都觀察到呢個現象，好多人會以為交易投機一定有啲咩嘅秘密，我了解咗某啲嘅秘訣之後咧，我即刻就可以賺錢嘅。所以你嚟到咧，你冇一個心念咧係想學好一個 skills 嘅，即係個技能，專精領域嘅技能，你係淨係想嚟賺錢嘅。咁但係一開始我都即刻好似即係叫做潑你冷水咁樣啦。我成日都用呢個例子嘅。醫生係咪？我哋香港嚟計咧，醫生係一個好高收入嘅一個職業啦。佢哋成件事由佢學習到佢實習咧，加埋咧要8年，要8年。8年後咧，其實佢月入可能都係 around 10萬，然後慢慢就提高啦嚇。之後你再自己掛牌，再之後成佢可以個薪金會再高啲。但係如果你剛剛畢業出嚟嘅一個醫生，你入去啲醫務所，入去一啲嘅診所嗰啲聯合診所入邊去做咧，其實你 around 都係月薪10萬零等等呢啲咁嘅數目嘅啫。咁但係 trading 係一個乜嘢收入嘅技能咧？大家可以自己都知道啦，係咪？Trader 係一個高收入嘅職業。或者係一個 trading 係一個高收入嘅技能，係大家都知道嘅。但係當然啦，亦都係有啲可能叫做打得細注碼啲嘅，大家有啲就倉位可以大啲嘅。呢個好視乎你對於呢個技能嘅精通度啦，以及我成日講嘅 mental capacity，你嘅心理嘅你心臟夠唔夠大，或者你嘅心理嘅認知夠唔夠好，甚至乎去到再遠啲嘅時候，其實講緊嘅係一個競技狀態。你點樣將自己個狀態維持一個高水平嘅競技狀態啦？你個心要靜啦。你個心要定啦，你個人要健康啦，你自己管理情緒以及了解自己嘅部分做得好啦，以及你行程表上面嘅安排做得好啦，呢一樣嘢咧反而先係一個決勝點嚟嘅，並唔係你了解幾多嘅交易技術，了解幾多嘅交易技能。咁呢啲內容咧，我通通咧都會喺呢個課程入邊咧完全披露晒俾大家，亦都係我自己嘅成長之路啦。去到第12課嘅時候啦，就成日講埋成個行程表究竟係點樣去安排，你點樣去計劃自己成個trading schedule 呢啲嘢咧，都係會喺呢個課程入邊完全去包覆晒嘅。咁但係喺呢一啲交易專精技能相關嘅內容之前，我想先同大家談論一下學習呢一件事。OK， 咁首先咧你要知道啦 ，trading 呢一件事啊，其實係一種所謂高度心智運動嘅一個 category 嚟嘅，呢個系列嚟嘅。即係佢同啲咩嘢有類似咧？佢同圍棋啦、西洋棋啦，或者係德州撲克啦，甚至乎係打電競。打電競嘅一啲嘅選手咧，佢哋嗰個特質咧係非常之咁相似嘅。OK， 即係恰恰巧巧，佢喺呢個時代底下咧，佢係一種高收入技能。咁大家咧就即係可以高收入技能又得啦，資產增值又得啦，佢都會有呢一個咁樣嘅
即係叫做作用喺度啊，令到好多人咧有一種利字當頭、急於求成，淨係想快啲賺錢嘅呢一個咁樣嘅起步啊，去了解呢一個技能。我成日覺得咁樣係對 trading 係好唔公平嘅啊！正如頭先講，你學劍擊、學書法、學鋼琴，你因為興趣，你中意，你自然喺個技能本質上面你去了解嘅。但係好多人學 trading，包括我早年去教嘅學生都好，就算你話咗俾佢知都好啦，可能佢都會咁樣諗嘅。佢好想快啲賺錢，佢好想快啲落個戰場賺錢。咁但係你先知道個核心啊嘛，個市場係全世界大家都喺嗰度廝殺一樣嘅，冇人想喺嗰度輸錢嘅。咁特別是係即係期貨市場等等，你可以想像大家都係真槍實彈啊，高手如雲。當然亦都有好多散戶喺入邊啦，係咪？咁所以如果你自己未練好自己嘅技能，你唔清楚知道自己成個策略系統運作、技能認知嘅基礎打得唔夠好嘅時候，你急於落場咧，其實你同一個賭徒係一啲分別都冇。OK， 因為交易好得意嘅，係一個完全自由嘅遊戲嚟嘅。你話買就買㗎啦，話買升就買升，話買跌就買跌。尤其是期貨市場，我哋接近24小時交易嘅，係禮拜六日放下假嘅啫，即係冇市開嘅啫。而家禮拜六日你炒 Bitcoin 都得，係咪？炒埋虛擬貨幣，你可以年終無憂㗎。所以正因為咁樣啊，先至令到好多人點解咁容易失敗？因為佢喺個時間分配上完全唔俾呢一樣嘢牽住鼻子走，佢嘅買賣亦都係失去控制，冇辦法用自己理想狀態下嘅技能認知、技能基礎啦，以及系統性認知咧去做操作。咁呢樣嘢係好大問題嘅。OK， 咁而我自己嘅研究啦嚇，我都係一個好八卦人嚟嘅。我成日都話，其實 trading 咧係即係我活到依家呢個年紀啦嚇，我認為 trading 其實只係我其中一種嘅技能啊，其中一種嘅技能。咁所以我去了解其他嘅技能嘅時候咧，我會了解到佢哋中間好多嘅共通性啊，佢哋每一個範疇都會有自身嘅設定啦，有自身嘅規矩啦，有自身嘅一啲嘅特性規範。咁如果我哋願意去觀察一下佢，拆解一下佢，你自然可以衍生出一啲咧可以順應對嘅啲嘅策略嘅。正如我改咩？我改順流道嚇。點解？其實係一個順應市場流動，順住個 wave 去跑嘅一種道嚇嘅一種方式嘅一種嘅系統性嘅方法啊，甚至乎係生活哲學。OK， 咁而學習同埋提升技能嘅底層邏輯咧，我認為喺大部分嘅領域咧，佢哋係相通嘅，有高度嘅一致性。OK， 咁喺呢一個預備課嘅時候，同大家打好究竟學習技能係一件乜嘢嘅一回事，而且好想你知道喺你了解之後嘅交易認知、交易技術嘅時候，第一步了解咗 trading， 了解交易係一個技能，你係要以一個學習新認知、打磨要訓練嘅、要練習嘅、要喺系統性認知入邊幫自己提升嘅呢一件事去了解 trading， 而唔係可能你以為你有啲咩秘訣、有啲咩秘密。話俾我知，然後我即刻可以喺市場賺錢，佢唔係一件咁樣嘅事嚟嘅。OK， 所以我想喺起初嘅時候就幫大家打定呢個心念啊。OK， 咁我哋正式開始啦。首先咧，我哋個維度由最大講到去最精細嘅操作。OK， 所謂維度啊，即係 dimension 啊，我成日都好建議大家啦，用一啲所謂高維認知咧去了解唔同嘅事情嘅。咩叫高維認知咧？即係譬如我哋依家喺呢度，你用一個高啲嘅視點去睇翻自己嘅時候，闊啲嘅視點、高啲嘅視角咁樣去睇件事咧，你成個視點、成個視角會闊好多嘅。OK， 以打籃球作為比喻啦，係咪？如果你係一個球員嚇，你一個球員，你如果係一個普通球員啦嚇，你就只會知道自己要做乜嘢嚇，好似士兵一樣，你淨係理解自己啫。OK， 你好啲嘅時候，你知道成個 teamwork， 你知道成個陣營，自己成5個球員喺個場合入邊係點樣運作。你再闊啲嘅時候，你甚至乎個視點咧係睇埋對方嘅，即係睇埋對面隊嘅。你好似有個喺高空嘅鏡頭對翻落個球場入邊，你對成個球場嘅大局觀咧，你會好清楚嘅。咁有啲嘅頂尖啲嘅球星都會有呢啲嘅技能啦，係咪？我自己而家好中意啊，係咪？不過啱啱過咗檔去 Lakers 嘅 Luka Doncic 啦，或者係 LeBron James 啊，佢哋都係被譽為好有高度嘅球商啦，好有高度嘅智商去了解籃球呢個運動。我想大家知道，你就係要用呢個視角去睇呢一個運動。你當 trading 係一個運動，當佢一個技能嘅時候，你要有呢個視角去看待呢件事，你就會自然就會有與眾不同，同人哋一般普通嘅交易者、普通嘅 trader 有住唔一樣嘅高度嘅見解與認知。咁你成個技能嘅打磨專精咧，就會做得更加好。呢個我好清楚，就係個分野點，唔係我自己一個嘅經歷咁簡單，而係我咁多個學生我去比較比對嘅時候，邊一啲可能聽得入耳少少，受教一啲，佢哋聽培訓嘅時候入到心，
入到血，將呢一啲高維認知嘅內容咧，可以嵌入去自己練習 trading 呢個技能嘅時候咧，佢成個表現會提升得好好啊！但係如果有啲朋友仲係可能佢生活比較忙啦，係嘛？或者佢喺個即係擺心機喺呢個技能入邊打磨入邊唔夠多唔夠深入啦，佢自然咧就會係好似即係我成日都用呢個例子啊嚇，即係冇一個得罪嘅意思啊！你究竟想做麻雀大俠定係想做普通嘅師奶打麻雀？佢係兩種水平嚟嘅。咁如果你一開波個心念就知道你用高維認知去看待呢個專精嘅技能咧，你成個人個心念係會唔一樣嘅。OK，咁所以轉頭啦，我去談論學習呢件事嘅時候咧，我都會由最闊、最宏觀嘅一個認知嘅位置，再慢慢收窄到去到實操層面、操作細節嘅層面入邊咧，去同大家講解同埋分享。呢一個咁樣嘅框架同系統咧，係非常之好用嘅。你用喺最直接啦，就係你用喺之後，我哋喺個交易技能專精嘅時候，你去了解啦。耐唔耐都翻嚟睇下啊，或者揭下本書啊，揭下嗰本嘅秘笈啊，為大家寫嘅時候，就係想大家攞上手嘅時候咧，可以有一個即係所謂親切感也好啦，同埋你要比較尊重嗰件事去研習呢一個認知啊。咁呢樣嘢咧要不斷幫你強化你嘅思維，不斷幫你鞏固你成個人嘅心念同埋認知，咁就爭好遠。OK，我正式開始啊。首先談論嘅嘢咧係學習的中軸。OK， 咩叫學習的中軸咧？就好似人有條中線，有條中線。OK， 我哋要立得正，我哋要平衡，我哋要中正中直，你成個人先行得好啊嘛，係咪？呢個係一個正常生物學與物理學嘅現象嚟嘅。咁所以我有一個比喻啦，學習的中軸，邊三個元素係令到我哋呢條中軸可以一直維持中正，而唔會走偏，你唔會學得越嚟越差，唔會走歪咧。OK， 咁就一個好東方色彩嘅一個嘅一個分型啦嚇，就係天、中、地呢三個概念。OK， 咁咩係天咧？天個概念咧就係一啲上師啊，一啲文化，甚至乎係一啲觀念都冇問題嘅。點解呢樣嘢係咁重要咧？呢一個更高層次嘅指引啦，更高層次嘅一個理想思想呢樣嘢擺你個人嘅上邊嘅時候咧，你一直咧就可以做到李小龍成日都講嘅，即係 be humble with foolish 啊，呢一種咁樣嘅狀態，呢個人可以保持你嗰種謙厚，保持你嗰種對市場嘅恭敬，對於技能嘅嗰種唔會自負、唔會過度自我膨脹嘅呢個特質。大家可能喺 trading 投機炒賣成日都聽呢一樣嘢嘅，貪婪與恐懼啊，個人心理嘅節奏唔好啊，個人自我膨脹，挑咗按挑啊，個人好囂張，突然間好上頭，跟住就會做好多好奇怪嘅舉動啦，甚至乎一夜之間短時間內可以將你過去嘅利潤都可以輸晒。常見嘅古仔嚟㗎呢啲嘢 trader， 因為點解？因為嗰刻佢變咗一個賭徒，佢嗰刻佢失控，而通常失控呢啲嘅前邊嘅先兆咧，都係得兩種嘅啫，就係貪婪與恐懼。如果你逆轉翻喺情緒嘅回落入邊咧，就係一邊就係過度地自負自大、自我膨脹，贏得太 high 啦，贏得太勁，甚至乎對於自己嘅技能係咪對我哋系統專精越嚟越多嘅時候，覺得自己睇通咗個市場，睇得透個市場，所以做嘅行為咧開始偏離咗風險管理。OK， 另一種嘅過度地悲傷、過度地自卑，即係輸得多啦嚇，或者係佢喺個技能提升嘅時候好多嘅比較啦，成日望身邊嘅人啦，係咪？嗰陣去教學嘅時候都一樣係咁啊。有啲人一定係學得快啲，有啲人一定係學得慢啲，定律嚟嘅。咁但係呢個比對比較嘅心情咧，好多時就令到你想快啲、想急啲，然後就會差啲，跟住人就會作出一種自我毀滅嘅傾向咧，就會整爛件事佢嘅。啊，呢個係人性嚟嘅，人性嚟嘅。OK， 所以個天係好緊要嘅。佢有一個咩嘅象徵喺度咧？佢象徵就係更高嘅指引啦，更高嘅理想啦，甚至乎係一個理想中嘅自己。你自己想成為一個乜嘢嘅 trader？ 你自己想成為一個乜嘢理想中嘅人？嚇，呢一種類似吸引力法則啦，或者喺打後嘅內容入邊，交易心理01嘅時候，我第一個帶俾大家嘅概念就係成為 being is doing does 嘅呢個概念。咩意思？你成為咗呢個人，你自然做嘅行為與特質就自然係嗰樣嘢。你好順其自然，你好自然，你唔會覺得辛苦嘅。但係如果你仲要講 doing， 你仲要講做，你就彷彿係要刻意地做一個舉動。呢個係好出名嘅一個即係叫做心理學嘅一個回路嚟嘅。你直接成為咗嗰種特質嘅人，即係咩意思咧？如果我本來就係一個冷靜、平靜、有紀律嘅人，咁對於我嚟講，我去做 trading 嘅時候，我保持平靜客觀，我保持紀律嘅風險管理係自然而生嘅事嚟嘅，
唔會有啲乜嘢咁大嘅掣肘。但係如果你個人本來係比較浮躁一啲，心理係好唔平靜嘅，平時都好暴怒啊，好個情緒好發嘅，而且個人比較主觀嘅，好有一廂情願嘅呢一種人，然後我要你喺 trading 嘅時候突然間變得好客觀，突然間變得好平靜，幾乎係冇可能嘅。呢一樣嘢係一種 pressure 嚟，佢係一個互相制衡嘅壓力嚟嘅，會令到你成件事唔一致啊。咁你就嘥緊自己嘅心神，嘥緊自己嘅精力，你就做得唔好咯。OK，咁所以天佢代表住嘅一種上師啦、文化啦、高度嘅認知啦、觀念啦、文化形象都係啲美好嘅事物啦、美好嘅嘢係令你恭敬、平和、尊重，又或者係你心目中理想中自己嘅模樣，或者係理想中 trader 嘅模樣，呢啲通通都得嘅，通通都得嘅。OK，咁佢就可以作為一個提醒啦、警醒嘅作用啦，咁啊壓制咗你本身嘅一種自負，你唔會咁容易出現嗰個膨脹。咁你無論喺實戰表現上邊啦，同埋喺你練習技能打磨上提醒自己都要努力啲啦，呢啲都會好好多。OK，呢個係一個心念嘅設定。天，咁而中間係乜嘢呢？中間咧就係志同道合嘅同儕，一啲朋友，又或者係同你一齊喺呢個技能入邊咧去學習、精進、練緊嘅一個情況。OK，咁亦都係啲心理嘅概念嚟嘅，因為人咧嗱當然啦，有啲特別啲嘅例子，其實即係小弟啊，本人就係一個比較特別嘅例子，就係我反而係中意匿埋嘅，我係一個自己閉門造車一啲啦，喺度中意鑽研一啲嘢啦，我自己就可以享受嗰種嘅樂趣嘅人嚟嘅。咁當然其實呢個過程入邊咧，我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好似人格分裂咁樣嘅，你自己可以會想像好多唔同 mindset 嘅自己啦，或者係套用好多唔同經典人物嘅一啲嘅性格啦，睇好多唔同人物傳記佢哋之間嘅套路啦，佢哋嘅思考方式啦，然後將佢哋擺埋一齊去做碰撞，跟住你都可以得到類近嘅效果嘅。OK，咁但係我知道呢樣嘢咧，其實係好奢侈嘅，我都覺得係即係我好珍惜我自己天生啦或者係依家培養到呢種咁樣嘅興趣，我知道係比較難得嘅。喺我咁啲學生嘅學習入邊，我知道咧志同道合嘅人一齊去磨練，一齊去交流練習咧係好緊要嘅。點解咧？點解？第一樣嘢，你去學習一個技能，打磨鍛鍊嘅時候咧，一定係辛苦嘅。你要去練啦，你要去跌啦，你要去碰撞啦，你要感受嗰種疑惑、唔適應、唔舒服嘅一個階段。咁呢啲時候人係總點啊？就會放棄咯，好想放棄咯，好想諗咩咯，通常都會係咁啊。但係如果你身邊有一啲志同道合嘅朋友，大家都喺呢條路入邊去行緊嘅時候咧，大家就可以互相去扶翻正，去繼續去行緊個方向努力一樣。OK，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一個競合嘅關係，即係又有競爭，又有合作嘅一個關係。OK， 交易就好正嘅 trading，我成日話啦，因為市場係無限大，深度無限，唔會話你賺咗我啲錢咁樣嘅，唔會話你贏我啲錢啊，你贏就我輸，佢唔存在呢樣嘢嘅。尤其是係期貨市場深度入邊，所以我哋譬如有陣時去交流一啲嘅交易意見啊，或者甚至乎係潛在交易機會啊，係咪？我喺直播嘅時候係咪？大家都習慣咗啦。有時同大家分享嘅時候，其實就係好似分享一啲交易機會啦。當然你要自己識得分析，你自己有呢個認知嘅時候，你先至會捕獲得到、捉得到。但係都事實上係一個分析後嘅機會。即係咁多個資產點解唔講？要淨係提你話記得啊，話黃金嚟啦、歐羅嚟啦咁樣。咁你如果有呢一個認知，你睇得明嘅時候咧，你一打開幅圖，你大家就有個共同嘅默契、共同嘅語言，就會知道哇係有機會喎，你就會知道咁樣。而冇所謂嘅，我有我賺。你有你賺，我真係覺得冇乜太大問題嚇。但係我自己亦都唔會做嗰種話喂即係187個2毫，你快啲買入，止蝕就 set 185咁呢啲咁嘅嘢我又唔會做啦，因為我覺得比較低級一啲啦咁樣。所以呢種競合關係好正嘅，你又可以互相去提醒大家啦，喺個實戰上邊，亦都可以喺交易磨練技能上邊咧有互相提醒啦，互相去精進啦咁嘅功用亦都可以作為一面明鏡，幫你照見到自己嘅短處，你有啲乜嘢做得冇咁好，人哋又叻啲，有啲嘢你叻啲，人哋冇咁叻，大家就可以互相交流，長期穩健、長期精進技術嘅目標咧，就係呢一種志同道合嘅同儕。但係我成日都講啦呢樣嘢亦都係大家要避免，大家要小心，因為投機炒賣、trading 買嘢呢一樣嘢咧，呢個世界咧好共通嘅，好容易就可以掂到嘅。但係如果咧大家嘅共同語言係唔一樣咧，其實係無效嘅。咩意思？我哋睇一幅圖之後嘅大家會更加明白啦。喺啲交易課程入邊，交易嘅理解技術，我哋一定會有自己解讀圖表嗰啲嘅方法。但係呢個世界千奇百趣、五花八門，都有好多唔同嘅方式
佢有自己嘅炒賣嘅方法。如果大家嘅共同語言係唔一致，又或者所謂程度係唔一樣，維度唔貼近嘅，嗰啲就會淪為咩呢？就會淪為口水之戰。大家就會喺度，你又話你啱，我又話我啱，你又話我冇咁好，你又話嗰個錯，就好容易變成呢一種冇意義嘅爭執、爭論。我請大家要去避免呢一樣嘢，以及知道呢樣嘢咧，只會係磨蝕同埋浪費你嘅精神與時間嘅啫。咁所以就將個本身擺翻喺自己度，自己將個技能打磨好佢，擺翻我自己度。有緣分啊，有緣分，身邊有一啲共同語言、共同認知喺 trading 上邊知道咩叫做打磨技能，咩叫穩健精進。你遇到呢一啲嘅人嘅時候，你就可以有一班咁樣志同道合嘅朋友。咁而大家亦都好幸福啦，係咪？你哋有門生嘅同濟啦，大家一齊去學習啦，係咪？我當年就冇嘅，不過都唔重要啦，都唔重要，冇乜太大關係啊！依家都好開心啦，係咪？咁啊，另一樣就係地亦都係好多人去忽視咗一樣嘢啦，就係自己。咁呢個自己係咩意思咧？學習技能呢樣嘢咧，好講實踐、體驗感呢一樣嘢。而家嘅你係一個單向學習啦，你睇住 video 啊去學習呢個認知。呢一種單向學習，淨係聽咧，其實喺學習階段入邊係最淺層嘅。OK， 包括咩階段咧？通常就係你聽啦，然後你自己去實踐啦，有體驗感啦。OK， 跟住你有交流互動嘅機會就更好啦，甚至乎可以去教。一旦你能夠教識一個完全白紙或者一個小朋友，當然佢有正常認知啦，佢有正常認知。普通人嚟嘅，然後你能夠用最簡單嘅語言、最簡單嘅方法，能夠令佢明白嘅時候，佢就代表你真係識得嗰個技能。呢個係一個自我驗證嘅方法嚟嘅。OK， 好多人好得意嘅喺教學嘅時候咧，特登將啲嘢整到千奇百怪啊，好複雜啊，特登要令人哋唔明啊，好多嘅 terms、好多專業術語啊，去嚇怕人哋。呢啲係無效嘅。越係化繁為簡，越係能夠用最簡單嘅言語、最實際、最直接、有效率嘅方式，令到人哋明白咧，就係能夠驗證自己識。呢個係個流程。OK，咁呢個係第一樣啦，就係你要去實踐。其次啦，反而呢樣嘢係我更加去提醒大家更加重要嘅，就係反覆驗證初心呢一樣嘢。好容易走偏嘅，因為你中間會面對好多嘅嘢係啦，困難啦、崩跌啦、你嘅跌倒啦、你嘅唔舒服啦等等。點解你仲要堅持嘅呢一下咧，係好重要嘅。咁所以我成日都話要去反覆驗證自己嘅初心，就係你即係而家咁樣計啦，係咪？你點解要學 trading？ 你點解要嚟學 trading？ 你一定係第一下就係想賺錢啦，係咪？咁想賺錢做乜嘢？錢對你嚟講係乜嘢？或者係你即係我自己嘅講法係咪 ？trading 有一樣嘢好啦，就係不受時間限制，不受地域限制。呢樣對我嚟講先係最吸引嘅。我當時學習鍛鍊呢個技能嘅時候咧，我都係咁樣諗嘅。我就係當時就係想我要無拘無束，我要逍遙，我要咩嘅地方、咩嘅時間，我都可以有收入。咁除咗 e-commerce 呢類咧，投機炒賣都係最好嘅技能之一啦。咁當時我就喺呢一個位置入邊去嘗試探索啦，亦都感受到自己嘅當然有啲天分啦亦都有好多嘅練習啦、好多嘅努力啦、好多嘅整合啦，咁然後去成長嘅。咁所以我而家都會提大家啦，一定要知道自己個即係好老土咁但係好有效嘅，就係你個初心。你個初心究竟點解你要學？你要俾自己嘅潛意識都知道究竟我點解要學？點解我要咁努力？點解我要咁認真？你一定要答到自己嗱，而呢個答咧，想俾大家深啲嘅感受，大家你要係感受到嘅，你要 feel 到嘅，唔係一句冷冰冰嘅答案。我要養屋企人，我要有錢，我要發達。佢唔係咁嘅，佢係一個畫面感，有感受，你係好清楚知道自己嘅努力係為了什麼，為咗啲乜嘢。OK， 呢樣嘢係極度有效，同埋令到你成個學習之道咧更加可以即係穩步上行一啲嘅。所謂內在驅動力嘅呢個概念，一個人一定要清清楚楚知道自己點解要做嗰樣嘢，佢先至會有好穩定嘅心念，令到自己成個人嘅潛意識以及表意識都係一致，你先可以觸發到你嘅內在驅動力，即係你自己自願就會去睇嗰啲內容，你自己自願就會去練習，就會去打磨喺自己個腦袋入邊。平時有時搭車啊，係咪或者思考上邊啊，去融通一啲嘢，去融會貫通一啲嘅認知嘅時候，你都會好樂意、好自願去做，而唔係做到好似交功課咁樣。有時我都好怕有啲即係一定有啦，係咪？有啲學生佢哋學習咧，即係皇帝唔急太監急啊！佢問嘅問題就係好粗疏、好簡略，但係佢期待一個好詳細、好精明、好有效嘅回覆。
我成日話教學呢一樣嘢咧，嗱，教學相長、教學相向咧，就後段先會發生嘅。前段嘅時候，如果你係一個白紙初哥咁樣嘅概念的話咧，你嘅學習咧應該係聆聽為主，跟住吸收為主，聽話啲，實踐為主嘅，會有效啲嘅。後邊先至有交流溝通、相長呢啲嘢出現嘅。所以咩意思咧？即係你問人嗰個係應該更加用心、更加用力，收到回覆後，甚至乎係吸收、整理、消化、延伸，你先會令到自己成個學習嗰個驅動力咧會大啲。咁而呢啲後續發生嘅所有行為咧，佢係自自然然嘅。但係你點樣可以觸發到呢一份嘅自然？就係你清楚知道自己點解要學。OK，咁呢個就係維度最闊啦。學習的中軸，天、中、地，就係你有一個好好嘅上司或者一個觀念文化，更好的自己嘅觀念喺你上邊，令到你知道自己一路有嘢可以精進，一路有嘢可以去成長去前進，而且保持一個 humble 謙厚嘅一個狀態。呢樣嘢係非常重要。人一旦冇咗謙厚呢一個狀態，好容易就會自負自大膨脹，跟住物極必反就會爆㗎啦。呢個係人類歷史不斷地重複嘅回路嚟嘅，謹記。OK，咁而第二就係中，一啲志同道合嘅朋友，觀念好，正向一啲嘅，係咪？呢度講多兩句啦。咩叫正向一啲啊？就係唔係話無限正面嗰啲人喎，即係咩都話好，咩都話冇事，咩都積極向上，唔係嗰種，係正面正向咁面對個問題，面對問題揾出解決方法嘅人。做得唔好會問點解，點改善，做得好稱讚自己，然後揾出自己點解邊度做得好。佢係真係我執行翻我自己系統上邊應該要發生嘅事宜，所以我有好嘅結果，我要為自己拍手啊？定係其實我做得唔好，但係我好彩，所以我贏咗先。交易呢件事成日俾呢個筆你嘅，你明明做得唔好，但係咁啱贏錢都會有㗎。當然長期你就會輸錢啦，係咪？咁所以呢一啲嘅位置你一定要有好清晰嘅觀念。我哋之後會談論更多。OK，喺地嘅部分就係自身，反覆驗證自己嘅初心，同埋知道呢個責任係你自己嘅，呢個學習嘅動力係嚟自於你自己。OK，呢個好緊要，好緊要。OK，下一部分啦，我哋要了解學習嘅3大步驟。呢樣嘢好，亦都係好重要。點解啊？我哋做嘢嘅時候咧，最緊要咧係 think ahead 啊。如果有人喺前邊話俾你知條路會係點樣咧，呢個人係咪心安好多先？好正常係咪？你有陣時你行去一個目的地，你都要知道個步驟係點噶嘛？你去煮嘢食，你都有步驟啊，係咪？你就算你揸車，係咪？你由插條車匙入去，你 task 啊，或者你有個 app 嚟啟動部車嘅，係咪？點樣入咩波，點樣踩，你全部有步驟噶嘛？其實所有嘢都一樣噶。你用呢個維度去知道咗高維度視覺睇呢件事，你知道成長的步驟係點樣嘅時候，你就跟住呢個步驟 step by step， 你就自然可以做到技能提升。OK， 學習3個步驟啦，我自己去好簡潔咁同大家分享啦。第一樣嘢最直接㗎啦，揾個模板翻嚟，咩意思咧？前人嘅經驗咧係非常之有效。點解？慳時間，其實係咁簡單嘅咋。即係譬如我而家咁樣分享 trading 嘅所有經驗俾你，分享 trading 嘅所有交易認知體系啦，以及實戰場景下點樣諗嘢，點樣實戰應對，包括係有時直播同大家分享啦，或者有啲培訓影片啦、復盤內容同大家拆解成個 market 嘅時候，就會係最有效嘅方式。我會用我嘅視覺，用當時發生緊嘅當下市場嘅資訊去話俾你知點樣睇喎。即係呢啲就唔係嗰啲攞以前嗰啲歷史個案例子跟住同你拆啦，呢啲都重要，都有用，但係最值錢嘅反而就係呢一下啊嘛。依家發生緊咩事，即刻同你講點睇啫。我唔係知佢可以預言佢點樣發生，我冇可能，我控制唔到個市場嘅。但係點樣睇先？點解咁諗？點解咁睇？我會點樣做？然後做咗之後，又再去做期望嘅管理啦，做修正啦。做個倉位嘅管理啦，呢度要減啲倉啦，呢度我哋可以加翻，呢度我哋推補盤。點解咁做？你就係透過了解一啲喺一個領域入邊做得好嘅人，佢哋嘅思維、佢哋嘅方法、佢哋嘅思考路徑。OK， 了解成個邏輯嘅運作，佢哋點樣諗嘢。你要了解呢一樣嘢，你先可以喺呢個技能入邊學習得快、學習得好。而個重點係咩咧？你唔好單純地去嘗試去複製佢嘅行為，你係要理解佢嘅思考回路，了解佢成個思考回路，佢點解咁樣做，佢點解咁樣諗。OK，
呢一啲嘢你先可以真正地內化，成為你對於呢個技能嘅理解，呢個技能嘅認知，然後成為你。跟住你喺度實踐落去嘅時候，你嘅進步就會自自然然就會去發生。你會識得舉一反三，你會識得去應對於唔同嘅局面入邊咧，你都可以做得到。OK，而呢一種前人啦、模板咧，佢就係提供經驗，佢可以話到俾你知前面會發生咩事啊，包括就係你成條路咯。譬如係乜嘢，佢可以只見到你個狀況就知道你而家爭緊啊，你對於市場狀態你唔係好了解，你對於趨勢與橫行嘅分型你唔夠踏實。譬如係咁啦，或者係你對於時間動能呢樣嘢你了解得唔夠細節，你操作得冇兼顧到呢個元素，你知道呢個位置一做好啦，你就會信啦，係咪？又或者去到咁上下，你覺得哇，我炒到月入即係個倉位啊，一去到8萬級啦，我上唔到去咯喎，我頂住啊，我唔舒服喎，一打大少少我個人就失控咯喎。咁呢啲前人就話咗俾你知，你係因為呢個原因，你係呢個問題，跟住點樣做？我成日都講嘅，一個人點出問題、指出問題，只係第一步。如果佢點出問題、指出問題後，佢冇方法俾你咧，佢係搞事喺度，佢淨喺度指指點點，佢淨係喺度即係叫做即係係咯，即係揾錯處啊，即係吹毛求疵又好，又或者係淨係提出問題。咁我哋係要咩？我哋要解決問題嘅人，解決問題嘅人咧，先至會有價值可以提供到嘅。所以你點出問題，一定要知道方法，一定要知道點樣做。然後成個路徑、成個步驟可以清楚話到俾你知，然後你有成長嘅呢一啲嘅模板先至會係有效。咁而且啦，佢哋有引路嘅功用啊！我好相信一樣嘢，非常之相信嘅，所有嘅人佢喺一個領域入邊能夠持續地做得好咧，佢一定係有嘢唔同嘅，一定係佢諗嘢唔一樣，一定係佢嘅行為有啲細節上佢唔一樣，定律嚟嘅。有陣時我自己啦，去同一啲即係企業家傾偈啦，或者係同一啲某啲領域入邊做得好好嘅成功人士去傾偈嘅時候咧，佢哋都會有呢啲特質俾我見得到。佢哋一定係佢哋有好特別嘅諗嘢方式，或者有啲與別不同啦，唔好話特別啦，或者佢有一套嘅原則，或者有啲行為嘅細節，有啲嘅行程，佢哋會特別唔一樣。呢啲就係佢哋能夠喺佢哋嗰個範疇，喺佢哋領域入邊做得好嘅原因。即係話成功必留下線索，佢一定留低一啲嘅 clue 俾你去捉呢樣嘢，可能適合你。可能唔適合你，可能有好多唔同嘅線索俾你去捕捉，模板可以有好多個，但係你要揾啱，你要揾得好嘅。OK，而呢樣嘢好有效嘅，呢個係第一步，你會省卻咗好多嘅步驟嘅。喺而家呢個年代入邊，咁樣係最好嘅學習方式嘅，對我嚟講。如果唔係以前嚟㗎，你要點啊？去圖書館咯，係咪？你冇而家冇上網嘅年代，你有咩認知？你就去圖書館，你就要睇好多唔同嘅書，仲會有啲書即係可能係答非所問啊，或者係普普通通㗎啦。如果大家有閱讀習慣都知，我成日都講啊，你喺睇10本書入邊，你如果揾到一本係秘寶啊，你已經好彩㗎啦。OK，咁而當然啦，你去睇嘅時候，每一本書幾渣都好，我都諗點樣都有一句兩句你可以攞得走嘅，如無意外都應該係咁，咁就會即係好啲咯。OK，第二步係咩咧？係一個沉浸式嘅體驗，沉浸式嘅體驗，講到尾都係體驗，唔好齋聽，齋理解，齋知道理解只係頭有一步好淺層嘅認知嚟嘅啫。學習成個流程喺你知道咗係乜嘢，聽咗係乜嘢嘅時候，一定要自己去試，一定要自己踩入去，成個人浸落去，全身浸入去一件事入邊，咩技能都一樣嘅，包括 trading，你浸落去了解一樣嘢，甚至乎令到自己生活都充滿住呢一種所謂高端資訊。嗱，高端啊，你要知道呢一啲嘅情報係有用。呢個都分享一句我成日都講嘅口頭禪啦。而家呢個年代咧，資訊已經完全唔缺乏，缺乏嘅係情報。乜嘢分別？乜嘢意思？資訊就只係未經處理嘅資訊，周圍都有，而家太多添，我嫌佢太多、太雜亂、太不被驗證，係咪？以前一個 fact check 嘅年代，係咪？情報代表乜嘢？情報代表係攞嚟打仗嘅，行軍用嘅，即係前邊堅嗰啲嘢有用，係珍貴嘅資源先叫情報。所以我哋要識得去分別呢一啲嘅情報，要將我哋身邊嘅生活細節入邊咧，可以遍佈呢啲嘅情報咧，就最好。咁而家呢個課程嘅運行入邊咧，我都會介紹一啲書俾大家啦。佢哋係好有效嘅，有啲係真係交易心理相關直 hit 個命中，有啲亦都係關於生活上嘅實踐入邊嘅書。我極度建議大家都將佢哋買翻嚟去睇。我喺課堂內容入邊好難將嗰啲內容咧好詳細咁不斷去講嘅。因為我始終係教炒嘢㗎嘛，係咪？我教 trading 㗎嘛。咁但係嗰啲嘅內容係啲軟性嘅生活技能，佢哋係非常之有效、非常之有用，令到你成個人
行得好啲，自然你嘅技能都會做得好啲㗎。所以到時去介紹到嗰啲書籍嘅時候咧，大家都去買嚟睇，或者起碼都了解下本書係講啲乜嘢。跟住最緊要係咩啊？實踐，一定要實踐，放喺生活入邊，擺喺你嘅 schedule 入邊，擺喺你日常嘅思考流程以及你嘅行動入邊，先至會有效。OK，咁例如係啲乜嘢啊？例如而家 trading 嘅相關嘅，首先係一啲書啦，有啲好好嘅我推介過一啲嘅交易心理相關嘅書啦。我成日都話嗰啲書咧唔係睇一次就完，佢唔係睇完之後咧你就了解咗就算，佢反而咧係好似一啲提醒。你睇完一次就睇完一次啦，係咪？但係你平時擺喺啲當眼處，耐唔耐揭下佢，耐唔耐睇一個 chapter，耐唔耐睇3-4頁，令到自己咧耐唔耐都浸下呢啲思維啊。或者而家有陣時 YouTube 係咪睇到好多嘅名人訪談啦，我都好中意睇呢啲嘅，睇一啲名人嘅訪談啊，睇一啲成功者思維啊，佢哋點樣諗嘢啊，睇訪談係好正嘅，因為佢哋即刻講即刻做啊嘛，即刻成。你睇得下你都會分到嘅，邊啲係真嘅，邊啲係稿嚟嘅，你會分到嘅，好明顯嘅。咁呢啲都係好有用啦，或者係一啲實戰群啦，我哋完晒成個課程之後嘅一個獵人群嘅地方啦，就係我哋頭先一班志同道合嘅人一齊，咁我都喺入邊啦，我會做一啲嘅即係指導啦。有時實戰就同大家一齊炒啦，做一啲我依家話俾你知我點樣諗嘅一啲事宜啦，更加有價值嘅就係啲嘅所謂嘅批評指教啦，即係啲嘅指點啦，你咁樣諗唔啱喎，你咁樣諗係脫離咗我哋系統嘅認知喎，都有唔同嘅內容。咁呢一啲咁樣嘅 community 咧係好幫到大家嘅，無論喺志同道合上邊，無論喺嗰個情報資源分享嗰個樣嘢入邊，不斷地泵俾你嘅。OK，咁而呢個都係小心啦，記得唔好淪為一種炒作。或者以為有啲咩嘅秘密啊，有啲咩第一手消息啊，爆發性知識我第一手知道，唔好眷戀呢啲嘢。OK， 唔好眷戀啲嘢，小心，甚至乎小心呢一種咁樣嘅群組或者呢啲咁嘅地方。點解咧？點解？核心邏輯係咩咧？係咪第一手資訊冇用？梗係唔係啦。如果呢啲第一手資訊啊，呢啲嘅情報啊係真係真嘅嚇，你有個好好嘅朋友可以俾到你嘅，呢啲當然好啦。但係如果你一個群組或者一個地方咧，你係成日追逐呢啲資訊咧，你會令到個人患得患失㗎。你長期就係處於一個追逐嘅狀態，你成日想揾啲嘢翻嚟，你成日想去追，成日想去揾，你嘅心念就唔得中正，你冇辦法喺你自己學習技能入邊鞏固成個認知。呢個係一個我嘅好大嘅觀察嚟㗎。而家嘅人係咪？你譬如一啲手機上癮者啦，停唔到地碌手機㗎啦，停唔到地睇嘢嗰啲，其實佢哋就係處於呢種 FOMO 嘅狀態。好想有爆炸性資訊，好想有多啲資訊去刺激自己，呢一啲係好危險嘅狀態嚟嘅。你會令到自己冇辦法喺自己專精技能入邊咧，好成熟地去體驗，成熟地去成長。OK，咁所以沉浸式體驗就係第二個步驟，自己浸落去，你要玩，你要實踐嚇。我都建議大家去用一個好細嘅本金，好細嘅倉位，唔會令到你因為個資金嘅原因令到你去作出失宜嘅舉動啊，亂嚟嘅。但係你一定要落場。你一定要落場，喺第3堂打後你就可以落場㗎啦。有個好基本嘅模組已經出現咗，之後就再慢慢疊加，令到你嘅交易認知提高，你越做越好啫。而喺呢一件事一路用細本金操作，再次強調用細本金操作咩意思？我成日都講啊，你能夠用1萬蚊可以去到10萬蚊，你先可以證明自己有機會由10萬變100萬，或者100萬變1000萬。佢哋理論上一樣嘅，但係如果你從來都冇證明過自己係有用1萬蚊可以變10萬蚊嘅能力的話，你根本就冇理由與冇條件相信自己擺10萬、100萬落去你可以賺錢，你冇辦法驗證呢樣嘢嘅。所以點解呢一個細本金嘅起點係咁重要？因為你驗證一次俾自己睇，唔需要高估自己啦。我成日都講，我係一個好務實地浪漫嘅人嚟嘅，好多好東方哲學嘅味道嘅一啲嘅思想，令到成個底蘊可以令到你成件事做得更加好。呢個係好重要，好似好浪漫主義嘅一啲嘅事宜。但係同一時間我都極度務實，講張單，講月結單，講幾多錢，呢個係好務實、好踏實，令到你腳踏實地嘅狀態嚟嘅。而所以一開波用細本金去做啟動，你要驗證俾自己知你有呢個技能。OK， 起碼喺技能面上面你做到先，之後銀碼大咗，你會面對一啲心理上嘅問題，心理上嘅關口，因為個數大咗嘛，你有其他嘅事情你會面對，嗰啲係其他嘅事。但係我哋第一步要先將技術搞穩搞妥，知道你喺技能上面嘅操作係做到先。所以如果你冇試過呢啲成功經驗係實證過的話咧，請你唔好貿貿然用一啲大資本去試，你咁樣只係一個賭徒。
OK， 咁樣就唔係學習緊呢個技能咯。OK，咁第三係乜嘢咧？第三就係重複，重複包括啲乜嘢咧？就係體驗、檢討、修正。OK， 永遠都係呢個循環。所謂千錘百煉，千錘百煉係咩意思咧？就係你要揼嚇，一邊揼完跟住去燒。以前去練銅練鋼嘅嗰啲人嘅一個字眼嚟嘅嚇，你去揼呢一個嘅呢個銀器、銅器、鋼呢啲咁嘅東西，然後再去燒，燒完攞過嚟再揼，係咪？燒完佢會軟化再揼個形狀出嚟，跟住又去燒，燒完又揼，千錘百煉就係呢個意思。我哋打磨技能一樣係千錘百煉，你去實踐，你去做。跟住攞完個體驗啦，你體驗咗啦，係咪？體驗完之後翻嚟，我哋做檢討，睇下邊度做得好，邊度做得唔好，點解唔好，點解好？我哋有客觀嘅系統就係攞嚟咁用嘅。客觀嘅交易系統，除咗俾你攞嚟運作之餘咧，就係攞嚟俾你作一個高度嘅檢視，睇下自己嘅行徑符唔符合呢個交易系統正常嘅運作體系，係咪理想中系統展現嘅模樣？佢係咁樣用嘅，跟住就做咩？做修正啦，睇下自己邊一度好，邊度唔好後，你就自然知道咩叫好啦。我下一步應該要點樣做啦？我下次面對呢個情況要點樣做？理解咗個原理，應承咗個自己，俾個 commitment，我下次面對呢個情況我就會咁啦。譬如係咪我到達咗呢個支持或者阻力嘅時候，一定要等動能出現，一定要留意時間，唔好冇動能就貿然衝入去。下次記得啦，跟住下次就等動能咯。甚至乎將動能標示出嚟咯，呢個嘢我都係建議大家去做嘅一啲交易內容相關嘅一啲嘅事宜啦，係咪？咁所以呢一個就係個流程，成個學習三大步驟。第一樣嘢揾模板，參考成功嘅線索與引路嘅指引。第二部分沉浸式嘅體驗，自己要浸落去啊，自己要體驗，自己要試，自己要 taste 佢，將生活嘅內容都遍佈住呢樣嘢，講沉浸式體驗。第三步重複。不斷重複體驗、檢討、修正，體驗、檢討、修正。OK， 我哋後邊會更加講得好清楚細節上下，究竟點樣檢討、點樣修正，呢啲嘢都係俾晒大家成條路清清楚楚。OK， 跟住啦，飲啖水先啦。嗱，呢度開始仲有一啲操作面上面嘅嘢啦。OK， 我哋將個維度慢慢收窄啦。OK， 由最闊嘅天中人，到中間頭先講嘅三大步驟，再慢慢收入嚟啦。而家開始講緊一啲學習過程入邊，你自己個腦一定有啲心理建設、心理認知，你係知道先。OK， 尤其是係我知道啦，好多嘅朋友，你未必係真係已經了解一種專精技能係如何地打磨嘅，係咪？即係一般人嚟計，係咪可能都係以前讀書咁樣，跟住人哋叫你讀乜就讀乜，跟住考試，然後畢業之後就出嚟返工做嘢，然後上司叫你做啲乜你就做啲乜，上司叫你做乜你就做乜，計劃主導，做完就算。呢啲喺我眼中都唔係技能打磨嚟嘅，因為技能打磨係有階梯嘅，有清楚嘅磨練係唔一樣。你當運動員就得㗎啦，運動員就係最好嘅一個展示就係技能打磨咯。即係嗰個打籃球嘅，嗰個係跑步嘅，嗰個係跳高嘅，佢哋有自己嘅範疇，點樣去訓練，點樣去修正，點樣去計算，佢係嗰件事入邊不斷去成長噶嘛。你唔會嗰個跳高嗰個突然間去玩第二啲嘢噶嘛。即係你唔係田徑有陣時都有嘅，即係呢個邏輯啦，大家明白就得啦。OK，咁呢啲心理設定咧，先講晒俾你知先。你耐唔耐，甚至乎你翻嚟睇理解佢，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入血，你就學乜嘢都會好好多嘅。OK，首先第一樣嘢，腦內設定。智力與努力，佢哋係點樣去衡量？點樣去用？即係人哋成日都講嘅，究竟天才有用啲啊，定係努力緊要啲啊？呢類型嘅一啲嘅議題嚟嘅。咁啊，我成日都即係先講呢個主題一個論調，分享下我自己嘅諗法啦。我會覺得咧係分階段嘅，喺一個前段嘅時候咧係努力緊要啲嘅，即係努力先會有效嘅。一個天才佢唔喐唔成一樣啫嘛，所以前段嘅時候咧係努力緊要啲嘅，即係你1到70分嘅時候咧，其實係努力緊要啲，或者都即係一樣，即係努力係重要啲咯，係啊，但係天才有陣時都會快啲嘅個進度自然啦，係嘛？但係去到70嘅時候，其實努力好緊要，但係啦，有陣時去到最後嘅時候，我都會話你唔可以去假定天才就唔努力噶嘛。呢個世界有一種好可怕嘅人啦，我成日定義呢啲叫做好可怕嘅人，就係佢哋係好努力嘅天才，仲要佢哋唔覺得自己係天才，呢啲人係最可怕嘅。冇得贏嘅，我成日覺得，咁只可以點同佢哋做朋友啦，
同佢哋交朋友，等自己嘅團體圈子好啲咯，咁咪好咯，冇問題㗎，唔一定要鬥㗎嘛，咁咪做朋友咯咁但係就回歸個件事嘅本質啦。點解呢個信念系統要同大家分享，而佢係極度重要？呢個喺我教學經驗入邊，我觀察得到嘅事嚟嘅。有好多人咧，佢哋冇辦法接受失敗，冇辦法接受跌，然後佢個腦甚至乎咧已經出現咗一種諗法，就係我蠢，我冇用，我唔識，我天生冇人諗嘢咁快，我天生數字唔叻。呢一啲嘅説話係會整死你嘅。點解呢？心理學講嘅，你所有呢一種嘅自我打壓與消極性嘅詞語，例如係我唔識㗎，我不嬲都唔識㗎，我呢啲嘢係渣㗎。你有呢個觀念喺度呢，你自己就會不斷強化你呢個觀念，然後你就會有一個心理學嘅概念叫做習得性無助。咩意思呢？就係你即係呢個實驗你自己 Google 啦，我唔去佢講嘅啫。關於一隻老鼠嘅實驗嚟嘅，所以講到尾就係一個人當佢長期地被打壓與一啲嘅痛苦與一啲嘅傷去攻嘅時候，佢整下佢會去到唔掙扎嘅局面，佢會去到放棄嘅局面。如果你係用呢一種念頭，就係天生嘅叻係天生嘅，聰明係天生嘅，所有嘢都係天生。你用呢一種方式去理解呢件事嘅時候，你好容易會陷入嗰種習得性無助。但係如果你唔係，你係有一種認為你做得好，技能成長係同你嘅苦功、同你嘅努力、同你嘅實踐係掛鈎嘅時候，你就會啟動咗一種叫做過程導向嘅動態心智。動態心智咩意思？就係你認為智力係動態嘅，就係透過學習、透過經歷、透過思考、透過反覆驗證、透過即係頭先嗰個回路啦，實踐、檢視、修正。你相信透過呢樣嘢，佢就會你會慢慢地了解，慢慢地變得 smart， 咁你就會進入咗動態心智呢樣嘢。而好得意嘅，我自己嘅觀察入邊咧，其實係兩樣嘢都得嘅，兩樣嘢都係一種真實啊。所以遊戲就係咁得意咯。你相信係動態心智，佢就會係動態心智。如果你相信佢係頭先講嘅天生嘅習得性無助啊，你就會陷入嗰種天生㗎嘅一個回路。咁而如果我哋相信咗動態心智過程導向係好有着數嘅，因為我哋會知道打磨技能係一個資產，佢會隨住我哋嘅時間越做越好。咁我自己都係咁樣嘅，我揀技能嚟學啊，我揀一啲嘢去研究咧，我都好重視呢樣嘢嘅。佢係要我成日話，我要嘅係 classic， 我唔要 trend， 即係我要經典款，我唔要爆款，係啦。經典款咧就屹立不倒嘅，經典嘅認知啊，經典嘅説話，經典嘅思維咧，佢哋係一路屹立不倒。尤其是係一啲幾千年歷史，人類以前寫落嘅經典係好正嘅，因為冇改過，因為人性從來都唔會改變。如果你相信投機炒賣，即係相信技術分析呢一件事，其實你本質你就要相信人性嘅不變，因為過去市場一路運作都冇改變過，因為人性不變。你本來核心就係相信呢樣，你相信人性係會重複，歷史係會重複，咁自然你應該都會相信過程導向嘅呢種動態心智，你先會將打磨技能咧會相信佢係一種學習持續提升嘅一樣嘢。咁呢度都要講少少喎，過程導向係咪即係結果唔重要啊？唔係喎。佢係兩樣都重要，而佢點樣用咧？佢點樣用咧，先係嗰個關鍵。嗱，過程導向就緊㗎啦，即係你要知道所有嘢咧，表面看係結果，實際係流程。實際係流程就係譬如個 trade，你見到贏咗，賺緊錢，好開心。一般人就只見到你賺好多錢，點解賺咁多？但係對於一個即係喺呢個領域入邊嘅頂尖人士嚟計，對佢哋嚟講就係因為個流程，佢係點樣分析？由頭到尾，佢做咗啲咩嘅決策，成個 storyline 係點樣走？呢個先係嗰個關鍵。之後嘅只係隨機結果分派，有時贏，有陣時輸。咁當然係贏多就輸少，仲要贏嘅時候就多啲，輸嘅時候就少啲啦。因為呢個係投機嘅，即係交易俾到你嘅特質嚟嘅。我哋喺勝率同埋值博率都有一種好扭曲嘅傾斜嘅。我成日話呢個技能喺講真，我係覺得好唔公平嘅。嗰種唔公平就係即係邊有啲咁嘅 game 㗎？佢係勝率又傾斜，值博率又傾斜，但係佢要付出嘅係乜嘢咧？就係你自己嘅努力啦，你嘅認知啦，以及你心理回路嘅正，你能夠將你自己嘅心念擺正，呢個就係嗰個關鍵，嗰個 key factor 能夠令到呢件事可以咁樣傾斜嘅關鍵，就係呢個人，呢個操作者可以做到呢種心理同埋心念嘅一種穩定咯。OK，咁所以咁頭先講到過程當然重要啦，咁而結果都重要，而結果重要，我哋點樣去理解呢件事咧？我哋要知道咧，贏你會開心咧係自然㗎，
唔好連開心都唔俾自己，有啲人好變態㗎，即係連話贏輸都冇感覺咯咁樣。其實我覺得唔健康㗎，贏咪慶祝咯，有咩問題啫？但係要停㗎嘛，而佢會自己停嘅。如果大家你回想下自己嘅贏嘅經歷啊，即係可能係你玩比賽贏嘅運動會，或者你玩任何比賽、任何競技相關，或者打鋪機，或者係玩同人玩遊戲，贏梗係會開心㗎，係正常㗎嘛。但係你會留意到㗎，呢一個贏咧，佢自己會消散㗎，佢自己慢慢會淡去㗎，係正常嘅。即係冇人一個人係可以贏一下，然之後佢可以開心足5年咁樣，佢唔會㗎嘛，佢唔會出現呢樣嘢㗎。所以你要知道贏嘅呢下嘅情緒，佢自自然然都會走㗎。咁即係話咩意思咧？所以我慶祝冇乜所謂咯。你明唔明嘛？慶祝、讚自己、鼓勵自己係要嘅，冇問題嘅。而呢一種成功嘅嗰種爽感咧，你贏咗佢出嗰種爽感咧，佢自己會過㗎，由佢過，你相信佢會過嘅，咁就得啦。咁而輸嘅時候又點計啊？輸嘅時候你會唔開心啦，係咪？佢一樣佢會過嘅，但係唔好俾佢就咁過喎。你要睇翻發生咩事。嚴格嚟講，其實係贏又好，輸又好，你都要睇下發生咩事，究竟中間係點樣經歷，了解下成個流程係點樣。所以最後都係翻去過程導向嘅一個位置，但係結果係會俾到你一種驗證嘅作用嘅。一次半次唔得，但係1個禮拜、1個月佢就會得。如果你1個月你埋單係輸嘅，你一定係有啲問題嘅，因為件事係唔會咁樣發生嘅。喺一個恆常嘅客觀操作入邊，佢唔應該咯。咁所以一定有啲問題啊，有問題咪揾問題。問題係攞嚟提醒自己同埋成長嘅一個契機嚟嘅。我哋之後講到面對失誤啦，同埋實戰操作點樣用嘅時候，會講更加多。OK， 第二樣嘢你要知道，你會唔舒服，你一定會唔舒服。你要學習技能同埋打磨技能，你係一定會唔舒服。所以你要預咗呢個唔舒服會嚟咯。包括係你起身練功啦，即係你起身練習啦。包括係你面對輸嘅時候，你面對困惑感啦，你面對嗰種長期嘅即係唔知長期困惑嘅喎，你可能唔係你唔會係學完即刻醒晒即刻知嘅，冇可能㗎。你一定喺中間嗰度迷迷糊糊，時得時唔得，好似識又好似唔識，你會喺嗰個不確定期入邊持續咗一段時間㗎。咁呢啲係所有嘅不適感嚟㗎，即係包括係頭先講嘅疑惑啦，包括係你練習嘅嗰種辛苦啦，嗰種要早起身啦，嗰種要集中注意力啦，分配好時間啦，呢一種啦，係咪？呢一啲不適感咧，佢一定會出現。咁而點樣應對咧？點樣應對呢啲不適感係我認為一個最有效、最根源咧，又係頭先好早期同大家講高維認知，高維認知，用高維度嘅視覺睇自己。放高自己，好似升高咗嘅，由高處望自己，好似睇戲咁樣去發展呢件事，發生呢件事。究竟面對呢個不適感，面對呢個錯誤嘅時候，之後要點樣行啊？之後點樣做啊？你要用呢個客觀嘅視點咧，去做呢個檢視同埋修正，先至會有效嘅。包括就係你實戰時候面對嘅一啲嘅策略上嘅模糊啦。咁策略上嘅模糊，咪搞翻清楚佢咯。呢啲就比較簡單嘅，其實技術性嘅操作真係比較簡單嘅。但係心理上嘅回路咧，例如係你落單嘅時候，你猶豫啦。你驚啦，有壓力啦，打大打細比較飄忽啦，呢啲嘢咧就通常係關心理變化層面上，然後我哋都會有好有效嘅方法去 mark 低佢，了解佢，然後揾出個回路 break 咗佢。你當自己咧，其實就好似一個 program 咁。其實我哋人類去運作嘅時候，真係有少少似 program 嘅。你覺得自己好有意識咁樣掌控緊，其實佢好似 program 咁行嘅咋。咁所以我哋要 debug 啊，我哋要 debug，我哋就係要揾到自己嘅 pattern， 揾到自己嘅慣性。我見到，譬如我喺猶豫或者喺嬲路前邊，我發生咗啲咩事？你可以揾到㗎。你只要肯去追溯觸發你嗰下嘅嗰個事件，你揾到佢出嚟咧，你咪處理佢咯，掹走佢，或者用新嘅嘢取代佢。嚟嚟去都係呢啲方法嘅啫。一係就攞走佢，一係就用新嘅嘢去取代佢。而喺好多嘅情況下咧，取代係比起移除有效嘅。OK， 即係用新習慣去取代舊習慣，然後創建新嘅神經回路，係較有效嘅方式。OK， 你記低佢咯喎，呢樣嘢好重要啊。第三啦，你要克服惰性啦。OK， 一定有惰性嘅，無論係你練習嘅惰性啦，用腦嘅惰性啦，檢視覆盤嘅惰性啦，做下好多唔同嘅懶惰就會出現㗎。人類係有一種懶惰嘅慣性嘅，我都覺得呢個係好得意嘅。人亦都係因為有惰性，所以先會創好多嘅新嘅科技啊，好多嘅系統啊，即係科技係帶來人嘅便利啦。或者你啲思維系統模型都係帶來人嘅便利啦，你會令到人個人懶咗啫嘛，即係唔使咁繁複咯，好多嘢一流線式管理，有 SOP 有步驟，佢會有效果一啲咯。咁但係其實
呢樣嘢唔一定停噶嘛。你只要創建完，你唔好停得，你繼續行，你就唔會俾惰性去整爆你。即係惰性同埋休息係一個神魔一念之差嘅嘢嚟嘅。即係我成日都講笑咁講，躺平同埋你去靜觀，其實佢係一線之差㗎。即係你將自己靜落嚟，去同自己對話，去了解自己喺技能上邊點樣去提升，點樣去精進。你實踐上邊嘅時候遇到咩心理變化，嗰種嘅自我對話、自我價值嘅認知，你都係坐喺度啫嘛。你都係感覺上你坐喺度，但係有嘢做緊嘅喎。咁躺平就係你耍廢咯。其實個關鍵喺邊咧？就係喺個態度上邊咯，喺你係積極定係消極嗰個部分啫嘛。咁所以惰性係要克服㗎，人有本身又有。咁但係我哋用一啲新嘅思維，用新嘅習慣去取代、去搬入嚟嘅時候，我哋自自然然就好容易就會克服到呢一個咁樣嘅惰性，你就會變成一種你享受嘅慣性。呢種係最高端嘅學習模式。OK，咁當然啦，呢度咁多款，我成日都覺得啦，即係我先戴個頭盔啊！你做得晒，你好勁㗎啦，即係你做到3樣已經好好㗎啦。咁所以你知道就 OK，又唔使話俾太大壓力自己，但係有個模板啊嘛，有個天喺你上邊啊嘛，咁你咪知道你仲有成長可以行咯，好幸福㗎呢樣嘢。跟住就第4啦，你要知道點樣去面對失誤，點樣面對失誤，好直接嘅。其實所謂嘅成功者啦嚇，做得好嘅人，佢哋好清楚嘅分野點。喺我嘅研究，喺我嘅觀察，喺自己嘅學生入邊，我都見到呢一樣嘢，就係佢哋對於面對錯誤呢樣嘢入邊，佢哋嘅認知係唔一樣。最關鍵就係呢個位，你要移除咗錯誤呢個負面嘅標籤，然後你點樣諗啊？你將呢樣嘢就係變成一種提示信號同埋你成長嘅契機啊！而呢樣嘢係切切實實係真嘅，你就係因為你譬如你學習個系統，了解咗個交易嘅方式，然後你攞去做，你攞去打，你攞去實踐，係咪？然後你遇到一啲嘅失利，你遇到一啲嘅虧損，或者你遇到一啲虧損係一種啦，仲有一種就係你喺面對市場嘅時候，你唔識啊。你唔知道點做啊？你迷惑，你模糊，你唔知點解。你每次就係因為你發現到自己呢啲嘅唔知道，或者你發現到自己呢啲嘅失誤，你先可以攞翻去嗰度調整啊嘛。咁所以每一次其實呢一啲咁樣嘅失誤或者錯誤，佢真係一個提示嘅信號同埋成長嘅契機，令到你更加了解呢件事，令到你呢個技能入邊更加做得更加好噶。所以我講真嘅，呢個唔係一種阿 Q 精神或者咩嘅，喺即係現今社會入邊，好多人都會唔理解呢樣嘢。呢個係一個係真嘅，即係問題係俾你，問題係個禮物嚟㗎。你只要解開到呢個問題，你就可以打開呢個禮物，你就可以換嚟一啲嘅價值喎，幾正啊！問題從來都係一份禮物，你要去解開佢，你要去面對佢，處理佢，解開呢一件事究竟點解，佢點解要發生，佢點樣嚟，佢點樣行。當你一解開呢份禮物，你就可以攞價值翻嚟。OK。咁而面對失誤入邊，我哋喺 trading 上邊好清楚，我哋有錯誤分型，得2種嘅啫，一種係技術性，一種係心理性。技術性嘅就係你貼唔貼近系統清楚定義嘅認知，喺我哋嘅交易系統底下，非常客觀清楚嘅認知嘅，對於趨勢橫行有清楚嘅定義，對於位置支持阻力有清楚嘅定義，對於時間有清楚嘅定義與分型，對於動能有清楚嘅分型。對於如何入市、高品質入市有清楚嘅條件俾你去分型，呢一啲就係技術性客觀嘅分型。咁你就可以留意自己嘅行為、自己嘅行徑、自己嘅思考路徑係唔係越嚟越貼近呢一個系統嘅展示，甚至乎係100%。OK， 嗱，你100% 貼近系統，唔係等於100% 會贏啊！我講得好清楚先啦，你唔好誤會啊！即係但係好緊要，有陣時就係你做啱所有嘢，你都會輸㗎，但係機率係高啲傾斜嘅贏咯。咁呢個就好睇你對於系統展示入邊嗰種情況係幾高咯。OK， 暫時我以 record 而言做得最好嘅朋友們就係超過80%嘅勝率，超過80%，包括保本嘅。不過我哋保本對我哋嚟講其實都係贏嚟嘅，即係唔係虧損啊嘛。我哋嘅諗法就係唔係虧損你就當贏啦。概念上或者你唔好用個贏字啊，你當唔係虧損先啦。即係你保本你冇發生過，你冇傷害到你個倉位㗎嘛。咁而你冇傷害過倉位嘅情況下咧，嗰個嘅個勝率係即係個應該咁講啦。如果你唔用勝率的話，就係即係不敗率咯。不敗率係80%，好高啊，極度高啊，好傾斜嘅一件事。而直播率係超過1:1，超過晒呢個數1:2.幾以上嘅，甚至乎好誇張嘅 risk and reward ratio，我哋可以錯到20零30嘅。有時波動行出嚟你控制唔到，呢個我哋後續嘅時候慢慢先去談論。咁但係我哋就要知道技術性分型就係你講種啦。喺系統認知下，你有冇咁樣去執行？呢種叫系統性技術嘅一啲嘅分型。另一種就係心理變化嘅一啲嘅分型。OK， 你要
嗱，人嘅心理變化與情緒回路咧，我哋之後有啲書會介紹俾你啦，你去理解去睇，其實係可以分型嘅，係有 pattern 嘅。佢哋而家講少少啦，佢哋嘅核心其實係由 love or fear 去延伸出嚟嘅。佢一係就係即係所謂正嘅光啦、光愛呢一種嘅嘢變出嚟嘅，包括就係一啲即係你去積極啊、努力啊、原諒啊、寬恕啊、快樂啊、喜悅啊、慈悲啊，呢啲就係屬於嗰邊嘅情緒回路變出嚟。你冇得喐㗎，呢個係你嘅心嘅回路嘅機制嚟嘅。而另一邊嘅係咩咧？另一邊就係你恐懼而來嘅，你驚啦、猶豫啦、不安啦、嬲啦、暴怒啦、妒忌啦，呢啲都係因為你 fear，因為你恐懼而變出嚟嘅。佢所有嘅情緒回路都係呢兩樣嘢變出嚟嘅，延伸出嚟嘅，冇第三個核心推動力嘅。所以當你咁樣去理解你自己嘅回路，你了解人性腦袋嘅機制運作咧，你好多嘢其實係一目了然嘅。之後你願唔願意做同埋願唔願意實踐就係你之後嘅修行。但係呢一樣嘢咧唔難去理解嘅，理解層面上唔難理解啊，實踐上係要功夫㗎嚇。OK，咁所以我哋就會咁樣分咯。咁而心理變化嘅時候分型，你就係要揾出呢一啲嘅先兆，留意自己喺練習嘅時候，喺實踐嘅時候留意自己，呢一個係非常之有效嘅一個自我嘅覺察、自我嘅內觀嘅一種觀察嚟嘅。OK，跟住啦，情景演練啊，就係你要預演翻件事咯。即係你今次發生咗，檢討完，你就好似眯埋眼，你回想下下次再發生嘅時候，件事係點樣發生？我下次會點樣做？你要想像佢出嚟 rehearsal 喺呢個腦入邊 rehearsal 係非常之有效嘅方法。呢啲亦都係頂尖運動員常做嘅方法嚟嘅。OK，又用籃球做比喻咧，我了解得比較多啦，即係我中意漫威好多嘅球員，包括過咗世嘅 Kobe Bryant 啦，而家嘅全部 top end 你都係咁樣㗎。佢哋會睇帶啦，睇好多帶去做檢視修正，然後佢哋開場前咧都會眯埋眼，然之後預想一陣點樣發生嘅嗰場球賽點樣發生，一啲譬如自己嘅 signature move 啦。即係佢自己慣性地做一啲好招牌嘅動作，佢最有信心嘅啲嘅動作，比賽運行嘅流程，佢都會喺個腦入邊咧，好似睇戲咁樣咧去播帶啊，去預想啊，腦內預演 rehearsal 呢一種咁嘅概念，佢係極度有效嘅一種方式嚟嘅。OK， 尤其是係 trading 呢個喺後邊嘅時候，我哋會講得更加多。你去預想咗一啲 trading 嘅情景點樣發生嘅時候，你個腦就好似有反應嘅，會有準備好啦嘛。到時一發生，嘭識喐，一嘭又識喐。你會咁樣咯，你就唔使去到發生嘅時候，你仲喺度好亂咁樣諗緊嗰件事點樣發生，因為你諗咗，所以去到發生嘅時候，你識直接反應啊。OK， 如果你有留意即係我嘅操作啊，或者我自己直播嘅時候講嘅時候，你會發覺我好多嘢會答得好似好快、好直接，而好多時候嗰啲時候咧係因為諗過啊，因為嗰啲嘢已經諗過或者做過，所以先會咁噶。如果有啲嘢停一停咧，就係嗰陣時要諗咯，就係嗰下可能想修正或者要諗或者冇諗過，咁咪嗰刻諗咯。有陣時會呢個情況，因為我每一次嗰啲情況，包括我而家同大家去講課啦，我都係冇準備，我就係呢個 PowerPoint 就係我個準備啦。我會提自己記得要講呢啲內容咁樣嘅啫。咁但係當呢啲嘢內化咗係我自己嘅時候，我自然知道可以去點樣去講緊去演繹。我都希望大家都會變成呢個模樣。所有嘅認知、所有嘅交易認知、心理認知呢啲回路，佢哋係 combine 嘅。冇一個 top trader 佢哋係淨係理解 trading technique，但係佢哋對於人性嘅運作佢唔了解嘅，佢唔會嘅，因為我哋就係面對住呢樣嘢，我哋就係面對自己腦交戰、腦內嘅爭鬥喺好早期嘅時候，咁之後點樣令到佢唔會爭鬥咧？你理解佢咯，理解佢個機制係點樣運作。當你完全地了解你人性嘅嗰種機制點樣運作嘅時候咧，好多嘢咧呢啲都會冇問題㗎啦。然後你就再用情景預演嘅方法咧，令到自己慢慢減卻一啲唔舒服嘅情緒。呢啲就係最有效嘅一啲嘅方案。而呢樣嘢係陪住你成個 trading career，陪住你成個 learning progress 㗎。OK，所以你哋記住佢啦，學習佢啦，耐唔耐翻嚟再去鞏固佢啦。唔好淨係掛住喺技術認知上面不斷打磨，佢未必係最有效嘅。OK， 跟住啦，頭先就係一啲心理預設嘅嘢啦，跟住就係實際操作面上邊有啲乜嘢，我哋都係好關鍵嘅位置，我哋要去了解啊。呢個就係一個技能打磨嘅時候萬用嘅，亦都係啦，包括 trading。OK， 第一樣嘢套路或者系統化。OK， 就好似你去學拳一樣，我哋一開始會打套拳，會去打套路，當然去到最後忘記個套路去，呢個係最後。OK， 先講啊，一開始係有套路㗎，一開始有套路，一開始有系統化，有 SOP 流程去俾你 taste 到件事。
俾你有一個模式，有一個方式俾你去感受呢個活動。但係技術去到最後，真正嘅高手一定係忘記咗嘅。佢哋無招勝有招嘅概念，佢就會忘記咗。佢最後唔需要呢啲嘢，佢最後真正需要嘅係本質嘅了解、本質嘅洞察。佢完全知道佢實際上本質代表乜嘢，然後佢就可以舉一反三、隨機應變、靈活變通。呢啲先係呢個技能最後嘅終局嘅模樣。但係喺第一步嘅時候，我哋好多時候都真係需要系統化、需要套路去幫你嘅。OK， 幫你去了解佢，但係唔好俾呢一個嘅系統或者套路綁死你。去到最後嘅時候，一開始嘅時候跟下係應該嘅。OK， 所以你要知道學習有個流程好得意嘅。所以有人曾經同人哋論道嘅時候啦，討論嘅時候討論過，即係究竟一個套路或者系統定係自由奔放呢啲嘢係好咧？跟住我又係嗰個概念啦。呢個問題唔係問題嚟嘅，即係呢個問題就係你要俾個場景，你要俾階段，你要俾嗰個人嘅質素，你要俾嗰個場景佢特定嘅人設、特定嘅時間、特定嘅階段，你先可以去討論嗰個議題嘅。如果唔係你話套路重要定係靈活奔放 freestyle 重要咁樣，冇得講嘅，係啊，冇得拗嘅，係啊，即係譬如我而家自己嘅教學方式，我係傾向用 freestyle 嘅方式嘅，因為我覺得套路生記硬背廣告第一，我做得唔好，我根本都唔識，我做唔到嗰樣嘢啊，嗰種唔係我嘅 style 啦，而我更加認為就係真實嘅入血嘅認知應該係咁樣呈現嘅，呢個係我自己嘅一個心念啦。OK。咁所以啦，我哋要知道套路嘅時候，我哋談論套路、談論系統嘅時候咧，就係講條件。OK，佢就自然好似工廠一樣指令嚟嘅，有咩條件就有啲咩行為，有咩行為就有咩結果。佢係一個流程嚟嘅，客觀的流程有個標準。咁我哋今次嘅順流道呢個課程入邊，其實你就係了解緊交易思考流程、交易思維系統點諗嘢。OK，佢係一個步驟嘅。我哋一打開個圖表，喺個價格市場嘅時候，我哋第一步做啲乜嘢啊？第二步做啲乜嘢啊？第三步做啲乜嘢啊？點樣去一層一層去分析拆解啊？而我哋隨住課堂亦都係一步一步咁去累積我哋嘅認知嘅。所謂百日築基啊，即係用100日去打好你嘅根基。而嚴格嚟講，根本就唔止100日，係啊。不過呢個真係一句嘅成語啦，係咪？百日築基 ，OK， 一定要咁樣去思考呢一樣嘢嘅。咁而勤修慢學，慢慢學。係冇問題嘅，學得越慢，基本功攞得越好，佢會越穩打穩紮。勤修唔係叫你學得慢就唔理喎，你一樣係要成日都諗，成日都修練住佢，成日都落到佢做得越嚟越精，了解佢嘅本質。OK， 百日築基，勤修慢學係好緊要嘅一個邏輯。OK， 咁而喺呢個套路講翻跳翻第一樣嚇，套路系統化呢個位置，你就係了解啦，了解成個系統嘅運作係點樣模樣，然後將自身調整到同呢個客觀系統嘅呈現模樣越嚟越貼近。OK， 即係呢個系統咧，佢有一個最客觀嘅呈現嘅，即係呢個係咁樣分析，呢個係支持定阻力，呢個係趨勢定橫行，我哋要點樣做？我哋頂沽底揸，我哋回調買入定係點樣？佢有好清楚嘅指引喺系統運作嘅時候去做。你要令到自己嘅思維方式、思考路徑係越嚟越貼近呢個系統嘅運作。OK。而坦白講，就算你之後係忘記咗呢種套路都好，其實你骨子裏都係有嘅，你骨子裏都係有嘅，只不過你冇再咁一板一眼俾佢鎖死，反而係用本質性嘅一啲思維入邊會思考更加多咁解啫。但係其實呢一個系統呢個運作嘅思考路徑，佢哋一樣係有用。好好記住思考路徑呢4個字，就係講緊你個 thinking process，你成個諗嘢嘅流程，你係諗緊乜？你點解會作出嗰個決策？一定要清清楚楚，係一路噶啦。對你成個 trading career，甚至乎你做人，你應該係咁樣噶。唔好有啲人就係話我唔知喎，我點解咁做？我唔知喎，唔知唔係唔知，係你冇諗啫。你唔會唔知嘅，你一定知嘅。你個心，你個人運作一定有個理由喺度㗎。OK，跟住就基本功啦。我哋知道其實基本功先係技能精通嘅根本奧義。我好認真咁樣去同大家講呢樣嘢。好多人都好忽視基本功㗎，越基本嘅嘢就覺得簡單。越基本功嘅嘢就越易去忘，即係唔理佢，水過鴨背，走馬看花咁樣 skip 過咗佢。快啲俾啲秘技我啊，俾啲絕招我啊！有冇咩超級密技啊？咁樣冇噶，冇噶，密技秘技就係基本功嘅實證，然後對本質嘅認知，跟住可以喺任何時候作出最精準嘅判決。呢個就係密技，而密技係整體性嘅，佢唔會有一招㗎。
亦都好清楚咁樣去理解。你要明白咗個套路，明白咗個世界運作嘅本質，你就明白我呢個嘢唔係一種自己嘅諗法嚟㗎，佢係呢個世界運行嘅本質。咩意思呢？咩意思呢？一個系統大定係一個獨立焦點大？一定係系統大嘅。OK， 即係譬如我哋用大自然就係最好。我成日都用大自然作例子，點解？因為自然就係最基礎嘅宇宙本質。呢個地球最不變嘅嘢就係大自然。由即係歷史以來嘅大自然到依家嘅大自然，就算你氣候變化都好，佢都一樣係有個大自然有個規律喺度噶嘛。我哋係相信規律嘅人，你記得你做得炒家，你一定係相信規律㗎啦。如果你唔相信規律嘅話，你好難做炒家㗎，因為我哋就相信歷史會重複，人性會重複。我哋係揾緊 pattern，揾緊系統。我哋呢度跳少少講啦，但係呢句好重要啦，即係啱啱醒起嘅同大家分享啦。我哋要做一樣嘢好咧，所謂成功咧，其實都係嗰個步驟嘅。第一步咧，我哋要去識別到一啲 pattern， 我哋可以 recognize 嗰個 pattern， 我哋見到個 pattern， 然後點樣？然後我哋善用呢個 pattern。我哋見到呢個 pattern 成日都係咁樣發生，我哋善用呢個 pattern。農夫咪咁樣咯，係咪？春夏秋冬跟24節去做春耕冬藏，你唔會春天收成啊嘛？你唔會咁樣噶嘛？係咪？所以佢一定係有個 pattern， 然後我跟住呢個規律，我去做一啲相對應順應呢個規律嘅行為，我哋叫善用呢個 pattern。我哋炒嘢都係咁樣啫嘛，我哋見到啲 pattern 成日發生，所以我哋見到等到啦，順應佢，知道有着數，跟住佢。第三步，創造 pattern， 就係因為我識別到 pattern， 善用到 pattern， 我就自然知道呢啲 pattern 嘅本質，然後我就知道呢啲 pattern 可以用其他 pattern 去互相去吻合咯，互相去配合，然後再配合自身嘅性格、自身嘅 lifestyle、自身嘅所有嘅即係資本也好，你嘅人生傾向又好，所有嘢去結合咗外在嘅呢一種嘅規律，去創造兩者融合嘅一個規律。所以 pattern 係有3個步驟，第一個係識別，第二個係善用，第三個係創造。OK， 同一個概念，你擺喺 trading 嘅時候，基本功就係令到你之後有能力去做突破、做蛻變、做創新嘅根本關鍵。我都好即係同啲學生有時去分享一樣嘢，即係我個系統入邊加入系統，我都會認知，我其實係掹走咗好多嘢嘅，化繁為簡先係高手做嘅嘢嚟嘅。庸才先係化簡為繁，變到好複雜。所有最後都係將佢回歸本質，回歸根本。你睇下以前嘅經典都係咁樣寫，或者而家現代被譽為最頂尖嘅天才，又係企業家，又係發明家，又係資本家嘅 Elon Musk，佢都係講第一性原理，物理學嘅最根本第一性原理，將啲嘢拆到最細、最細、最細、最根本、最本質嗰個部分，我哋去了解同埋學習。同一樣嘢，所以基本功、價格的本質、價格的流向，就係成個 trading 最重要嘅關鍵。而我哋喺成個 trading 嘅學習入邊，我都會喺呢一樣嘢入邊同大家去講解、去拆解，甚至乎尤其是喺實戰嘅示範入邊，係會更加體現到呢一樣嘢。咁嗰啲你哋睇直播就會見到皮毛啦，係咪？你睇一啲培訓片啊，或者係復盤嘅展現，或者你有緣啊，我哋 one on one 去做一啲嘅即係指點啊，一啲 coaching 嘅時候，你會更加見到其實就係個視點問題，係個視覺問題，咁係比較特別嘅有啲位置，即係所謂特別其實就係反操作咯，反人性咯，反思維咯。咁你市場就係200定律啊嘛，輸嘅人係最多，贏嘅人係最少，咁所以你要逆轉咗佢，你要反思維。OK，咁第三個啦，享受過程，又係嗰句，結果只係表面看嘅就係結果，實際跑嘅係流程同埋過程，而係好重要嘅。個過程中你要全面地投入。如果大家知道心流呢個概念嘅，你叫佢入鬆啦、心流啦、全神貫注啦，都一樣得嘅。其實就係一種忘我嘅姿態，你完全地投入其中。呢一個特定狀態下啦，或者所謂嘅即係你嘅腦波啦，會作出嗰個反應，然後你嘅即係眼耳鼻舌身意呢個六感嘅 sensor，你會開到一個最好嘅狀態，然後你會個感悟力會拉高，你敏鋭度會拉高，你專注力會拉高，你所有嘢好似開 buff 咁樣，你會提高晒嘅。而呢樣嘢係要練嘅，佢有得觸發嘅。我哋往後可能談更加多，但係呢樣嘢係有得觸發，有條件去觸發出嚟嘅。咁其中一個喺個起步嘅時候啦，起步嘅時候咧，就係你要安排一個特定嘅時間同埋地點俾自己，一個機制，有一個套路，有一個回路，有一個 trigger，去俾自己進入呢一種狀態。
其實最想就係你個實踐嘅時候你要專心咯。無論係練習，無論係上堂，無論練習，無論係你自己去做整理，你自己去思考呢件事嘅時候，甚至乎更加係你實戰嘅時候，你 day trade 嘅時候，你一定要將你嘅呢一個狀態攞到翻嚟，專注力同埋感悟力提高，你先至會有效啊！如果你當時嘅專注力同埋感悟力你唔提高，即係咩意思呢？你呢度就 trade 緊嘢、炒緊嘢、專注緊嘢諗住，但係你嗰邊你就聽住個電台，呢邊你就食住個唔知咩飯，呢度你就飲緊嘢，你幾廿樣嘢咁樣撈埋嚟，你個腦咧係好似一個好高級嘅機器一樣，好超級電腦咁運作嘅。你俾咁多嘢佢雜訊佢，其實就等於佢多啲嘢撈啫嘛。佢會唔會撈唔到咧？佢唔會㗎。但係其實人，你要知道一樣嘢喎，人其實係冇 multi-tasking 㗎。呢個字係呃人㗎。multi-tasking 即係多任務係咁做。其實所謂 multi-tasking 只係你不斷轉專注力㗎咋。你做緊 A task 做下又做 B task 做下又做 C task， 你只係不斷將你嘅專注力切換，即係其實根本就冇 multi-tasking。你只係同一個時間段你做好多嘢，然後你將你嘅專注力不斷轉嚟轉去啫嘛。但係你同一時間咩叫專注啫？就係一個點啊嘛。OK，咁所以某程度上即係我唔計唔知有冇啲天才啦，但係理論上呢一個理論係好正確咯。你要專注，你要集中，你先可以進入嗰個狀態，你嘅回饋先至會有效。頭先我哋講學習嘅狀態咩？體驗、檢視、修正。咁如果你體驗呢一下，你都唔係100% 投入其中，你進入唔到一種好專注、好集中、好俾自己嘅狀態咧，你係好難有用嘅。你之後嘅修正檢視都變得冇意義咯，因為你個體驗錯，你體驗唔夠好啊，你體驗唔夠集中100%。OK， 咁而特定時間、特定嘅空間咧係有效，因為你對自己有一個連結，對自己一種紀律性。OK， 應承咗自己咁樣計，即係譬如我聽日我逢親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嘅，我8點鐘起身，咁我8點鐘起身咧，我就會咁樣做，喺邊度做啊？譬如練功，即係練圖、練習、腦內預演，跟住我等8點50分嘅時候，我就去做市場嘅預先分析，做好腦內預演，然後我9點10分就坐定等喺度等開市，即係恆指咁計啦，等開市，然後我將會持續呢個專注力到11點半，2個半鐘頭啫。好夠㗎啦，即時嚟嘅9點至11點半就係一個好 active 嘅 trading hour， 就已經好足夠啦。咁嗰段時候我就同自己講，我就要集中坐喺度，將我所有嘢發揮得最好，一個咁樣嘅概念，享受過程。跟住第4咧，又係回顧記錄，又係嗰樣嘢啦。咁我哋呢個位就係頭先已經跳過咗講啦，係嘛？技術同心理兩部分，頭先講咗就唔重複啦。我哋就會發現你嘅策略執行、你嘅情緒變化同埋你嘅結果中間咧係有關係嘅。佢哋之間有關係，而佢只能夠係你去觀察㗎咋。我可以俾好多嘅範例你，但係呢啲嘅範例係冇辦法同你作出最緊貼嘅一個回饋嘅。只有你自己嘅經驗，你自己去反饋，你先會係最真實嘅。又或者係你有一個最深刻嘅認知到自己嘅情況，然後你再話俾我知，我發現呢個情況，我可以點樣做啊？我都可以俾好直接嘅意見你，因為睇太多啦嘛。而家真係咩奇難雜症我都識解㗎啦，因為就係睇太多啦。除咗自己經歷嘅以外啊，你學生太多啦，你經歷過好多嘅唔同嘅範疇、唔同嘅背景、唔同嘅情況，你自然都會知道有咩方法咯，有咩策略，有咩方式。當然又係會不適感㗎，因為用新嘅方法、用新嘅方式去俾你做啊嘛，咁你一定係不適感㗎，你要肯做咯。咁又係呢個就係嗰個遊戲嘅玩法，技能打磨、技能專精，唔係你想象中咁容易㗎，但係都唔係你想象中咁難。有晒方法，有晒階梯，你肯唔肯做就係你自己嘅選擇。第5啦，發現、修正、重整、預想，其實又係頭先，因為我啱啱跳過咗講我所以唔會講太多啦。我哋知道咧，精進咧就係一個系統化嘅改善同埋循環，令到你自己貼近理想中自己嘅呈現啊。無論係個系統，無論你自己個人 ，OK， 自己個人嘅心念，好多經典都會講呢樣嘢。其實我哋一個人要去提升，或者要所謂去行運。有咩方法啦？其實就係將個集中力擺喺檢視同埋改過自己嗰度，即係吾日三省吾身呢一句經典説話，大家可能聽過啦。就係你一個人要多反省你自己，多去檢視自己。我哋 trader 樣嘢好幸福嘅，就係我哋本身有復盤呢個階段係好緊要。其實所有技能都有嘅，to be honest 應該有嘅，但係 trading 就會特別即係煲大咗呢件事要去講咯。其實所有技能你應該都要去有修正同檢視噶嘛，所以其實佢係必然嘅，你冇係好奇怪嘅。OK。咁你就係想去打磨自己對呢樣嘢嘅認知咯。咁佢個流程就係咁啊，發現自己嘅不足，發現自己嘅過失啦，修正佢啦。你知道自己理想中嘅呈現係點噶嘛，所以你修正佢咯。
然後重新整合，做一個 commitment，同自己做一個 commitment，應承自己我下一次就會咁做，我下一次會咁做咁樣嘅狀況，然後再遇上呢個畫面出現，遇上我下次再面對相同嘅情況，我會咁樣發生，呢個就係嗰個迴圈啊，就係個迴圈升級，你會發覺好得意㗎，你可以同個腦咁樣玩遊戲，佢係一個虛實相扣嘅一個遊戲，成長提升係呢個方法。OK， 甚至乎有句説話叫做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啊嘛，即係你自己扮咗先，係啦，做咗先，做咗嗰啲嘅行為特質，做咗嗰啲嘅諗法先，慢慢你真係會成為咗嗰啲嘅特質嘅。OK， 第六啦，鞏固心念，鞏固技法，呢個係我最想帶出嘅邏輯。相信重複性同埋累積性，呢個係世界上邊我認為最即係你要決定一個技能點樣做，會唔會成功，會唔會做得好呢？你一定要留意你嘅流程同埋你個技能打磨入邊，佢滿唔滿足到呢兩個條件。重複性、累積性。重複性包括嘅就係佢有 pattern， 佢呢個世界入邊佢運作入邊佢不斷地咁樣發生，呢個叫重複性。第二嘅就係你呢個技能可以重複地使用，可以重複地用翻同一個方法去使用，去吻合翻呢個重複性。係正常啊，係咪雙生㗎嘛？因為個世界發生係有重複嘅 pattern， 所以你用重複式嘅方法去應對佢，你先會得到好嘅效果啊嘛。OK， 其次嘅就係累積性，包括係乜嘢？包括係你技能嘅精進，你越做越好㗎，你越做越明白㗎，你越做越會去隨意，越做越靈活，越做越入血。你累積緊你呢個技能嘅資產，呢個係第一樣，亦都係最關鍵。我自己認為。第二嘅當然都係你嘅倉位啦。複式係世界第8大奇蹟，愛因斯坦講嘅。OK， 第8大奇蹟，我都覺得好唔合理㗎，即係我都好思考過呢種咁樣比較哲學少少嘅問題，我都覺得複利真係好唔合理，係非常之唔合理。即係回報咁樣計，你有睇過？即係睇你去 iMonSong.com 啦，我哋嘅網站，你見到好多朋友嘅成績單㗎嘛？你會見到哇我係喺可能8個月、9個月又2倍幾，又3倍，又成咁樣嘅數目出到嚟，係咪好成績彪炳？但係你可以留意一個特質㗎，佢哋就係佢前邊未見到呢個效果㗎，佢前邊可能得下10% 一個月，10% 一個月咁樣得下，但係佢去到最後咧，佢繼續係咁樣嘅啫喎。但係佢拉出嚟最後咧9個月、10個月或者10幾個月嘅時候咧，佢條數會好誇張㗎喎。呢個就係複式嗰個得意點咯。你就係只要你穩定性夠，跟住你有重複性，你有累積性，你就可以激活觸發呢一個咁唔公平嘅第8大奇蹟。無論係啲技能嘅提升上邊啦，同埋你嘅倉位上邊咧，都會發生呢件事。有少少鼻敏感添有呢個情況就會發生。咁所以你要知道呢個鞏固你嘅心念，鞏固你嘅技法，包括乜嘢？包括就係你喺呢個學習呢個交易系統嘅時候，你中間有陣時面對一啲嘅不穩啊，面對一啲你仲未了解到嘅時候，你要回歸到呢個根本入邊。你哋呢一代咧，即係呢一代嘅學習者咧，我覺得已經係非常幸福。點解咧？因為有前人見證，有前人嘅門生見證。我覺得第一代咧，我成日話我特別以前嚟講我都特別着緊嘅，因為我覺得佢哋比較即係唔好話慘啦，即係有兩睇啊嘛。佢哋就係第一代啦，但係第一代就有咩唔好處咧？就係佢哋前邊冇人啊，佢會覺得即係艾文係你得啫，係你識啫，即係你炒得好啫，你可能有天分咧，你可能叻咧。佢哋好不避嫌，都好容易有陣時會有呢一個諗法，而我幫唔到佢㗎。甚至乎嗰刻我都覺得，係咪真係嘅咧？係咪真係教唔到嘅咧？即係當然我唔相信啦，因為我喺即係教大家前，我自己都有揾啲朋友啊，我叫白老鼠咁樣，我有教過啊嘛。咁所以知道唔會嘅，學得識嘅喎，即係我會知道係咁樣。咁但係而家就冇晒任何呢啲嘅藉口啊，同一時間都係甜蜜嘅壓力，就係做到嘅人大有人在，好多。當然係咪100%？梗係唔係啦。有啲人好好笑㗎，我聽過一個論調咧，非常之有趣嘅，係話我淨係你淨係講啲人做得到做得好嘅，又唔講啲做得唔好嘅。呢個嘢喺我心目中聽咧，就係我連回應都難嘅。點解咧？咁梗係有人做得好，有人做得唔好㗎。咁但係你有一班成功者出現咗，仲要為數唔少喎，咁就已經驗證咗就得啦。因為做唔到有好多理由㗎嘛，做唔到未必關件事㗎嘛，好多時更加係關個人事㗎嘛。係咪真嘅喎？你喺世界任何領域都應該見到呢個邏輯啊，唔會淨係 trading 嘅喎。所以其實嗰句嘢係無效嘅。但係你見到嘅反而係咩咧？我反而係一種，我又唔會咁偉大話係心痛啦。但係我就係會見到人類嘅嗰種心理盲點可以大到咁嘅，就係當佢自己做得唔好，佢自己未有嗰種做得到嘅魄力與實績見到出嚟嘅時候，佢就只能夠扭曲
外界嘅一啲實踐性認知，外界一啲實實在在擺出嚟嘅事實，去安撫自己嗰下。我哋要避免墮入呢一種思維啊！我哋要避免墮入呢一種咁黑暗式嘅自毀性傾向嘅思維啊，好危險㗎。所以點解頭先話忠啊咁重要咧？志同道合咁重要咧？OK，而家就你已經好實在啊！我成日覺得好踏實嘅，因為你已經有一班人做到啦，成竇喺度，咁即係得咯，肯定地得咯。咁你就冇懷疑咯，冇懷疑嘅學習係好幸福㗎。OK，即係喺好多學習嘅經驗入邊，你仲未分得到，即係我都會覺得以前未有咁多資源嘅時候，無論係即係講錢啦、時間啦、人脈啦，未有咁多嘅時候咧，你要揾一個 right person 唔係咁易㗎。咁你就要面對一種嘅懷疑，你要面對好多嘅疑惑，你要面對嗰種中間嘅跌跌蕩蕩，其實係唔知點㗎，會好正常㗎。咁但係當你有咁樣嘅資源、人脈啊，或者喺而家嘅教學嘅呢個天地，呢一個咁嘅 community 已經有一堆嘅成功個案喺度嘅時候，即係話俾你知呢樣嘢已經冇懷疑嘅空間嘅俾你。咁呢個同一時間都話啦，叫甜蜜的壓力，甜蜜的壓力係啦，就係咁即係做唔到係你問題。係啊，咁點解唔得啊？我哋唔係我哋問題攞嚟做咩啊？問題攞嚟做乜嘢？而家識答自己啦，就係你成長嘅契機，攞嚟 debug 㗎。OK，咁先你做翻好啲流程，做翻個系統，了解翻個回路，你就會做得到，你就會慢慢做得好。前邊已經有無數嘅個案，佢都等緊你去加入呢個狀況。OK，最後第7樣，糅合。OK，初合佢，了解佢，即係融會貫通，化繁為簡，最後忘卻套路嘅一個閉環。OK，去到最後頭先講嘅套路，你會唔需要去記㗎啦，忘記咗㗎啦，你會變翻一個好本質嘅人，好直接，第一性原理，本質出發。OK，大道至簡，呢啲係聖人以前經典嘅留落嚟嘅經典説話嚟，大道至簡，所有最大、最宏偉、最高品質嘅一啲嘅道理，最後都係簡單、簡化、直接。而點解咧？點解啊？因為簡單嘅嘢，人先容易重複啊，係咪？好合理嘅。你將啲嘢搞到花招五唔八趣咁好多嘢咁樣眼花繚亂嘅時候，你會點樣？你個心念咪雜咯，你難以再重複你嗰種基準模型。李小龍都講係咪？佢唔怕識好多種功夫嘅人啊嘛，佢淨係怕嗰啲淨係練一招練100次同一個腿法嘅人，佢最怕嗰種純熟度、嗰種精準、嗰種心念合一，先係嗰種最緊要嘅嘢。大道至簡，第一性原理，不走歪徑偏鋒。就似我自己嘅教學嘅路程入邊，係咪都有好多成功個案，有好多好激活我、好勵志嘅個案。當然亦都自然都會有一啲比較心傷一啲、心痛一啲、可惜一啲、遺憾一啲嘅個案，就係走歪風、走歪路，一定會咁樣。所有嘢都係咁，即係依家我都化地啊，但係一定會咁嘅，好正常。所有技能都一定係會咁。咁而走歪路、走偏鋒會點樣啊？咪就係歪咯。技能可能會歪，做得冇咁好啦，甚至乎最差嘅就係個心念歪，係咪？個人嘅思維歪，呢個係最唔樂見嘅一件事啦。但係我都講，都係好合理啊！呢個道法自然，個世界就係咁樣運作嘅，陰陽係都有嘅，咁所以一定係會咁樣發生，冇問題。但係我哋要知道，我哋要了解，然後自己選擇去做邊一種人。OK，咁我哋最後啦，你就要將生活同呢個技能作契合、作互動、作連結，你會發覺你成長會更加有效。即係咩意思咧？譬如一個 trader，我哋有啲咩好核心嘅個性或者好特別嘅性格特徵嘅咧？我哋會講值博率啦，我哋會講思考路徑，我哋好強調思考路徑。你個決策係點樣做？我哋成日都講 trader 其實就係一個 good decision maker。我哋做決策比較在行，因為我哋會觀察啦、分析啦、佈局、執行、管理。OK， 喺交易3大元素入邊，我係咁樣寫嘅，就係呢幾個部曲：觀察、分析、佈局、執行、管理。透過呢一種咁樣嘅流程入邊咧，我哋會好通透地，盡量好通透地咧去了解件事嘅本質點樣運行，然後作出一個自己最符合期望值、最有着數嘅一啲嘅舉動，而且係知道風險啦，好了解風險嘅，因為我哋知道所有嘢都會發生。就算我計到幾好，做到幾盡，做到幾靚，個 trade 幾 perfect， 幾 S 級嘅 set up 都可以輸嘅。所以我哋唔會 all in 啦，第一定唔會啦，亦都唔會做一啲高度
遠離咗我哋風險可以管理嘅範疇，所以我哋對風險係好有認知嘅。我哋知道風險等於潛在回報，咁所以我哋唔會 all in，但我亦都會勇敢去擁抱呢個風險，因為我哋知道每一次我投放嘅風險，佢都代表住潛在回報。呢啲就係心念啊，係一啲思考嘅特質，你一定要知道。咁點樣融入生活啊？你生活做任何嘢，你都可以咁諗咯。係啊，你做生活，你去做投機以外嘅嘢嘅時候，其實都係決策啫嘛，都係好多決策喺入邊咯。你要做一個 good decision maker，類似呢啲啦，例如係心靜啦，心靜都係一個好即係比較 top end 嘅就會出現呢啲情況，因為大家會知道去到最後講嘅並唔係技能識幾多嘢，係你嘅技能發揮到，你嘅技能完整發揮到，而你再牽涉到 mental capacity， 你嘅倉位越嚟越大啊等等嘅時候，你再牽涉嘅反而係咩？作息、養生、做運動個人個心念要靜，個人要平靜，將自己進入呢一種咁嘅狀態下，你嘅表現先能夠發揮100%甚至乎更高嘅水平。去到最後，所有 peak state 嘅都會行呢條路㗎，所有技能都會係咁樣，咁自然包括係 trading 啦，係咪？咁所以呢條路就係咁樣行，你要將呢一啲咁嘅嘢同你嘅生活去作結合。可以俾個 fun fact 大家去笑下啦。我以前喺度打磨 trading 技能嘅時候啊，我甚至乎喺沖涼嘅時候，我成日都同人分享呢個嘅。沖涼嘅時候啊，企缸啦，一個即係企喺度沖涼啦，咁有個幕落嚟水蒸氣，佢有一陣幕噶嘛。小朋友好中意喺度寫啲笑哈哈啊、畫啊咁喺度撩啦。我嗰陣真係喺嗰個水蒸氣嗰度咧，我都會畫嗰啲軌跡出嚟嘅。即係自己啊，沖下涼就喺度諗下，如果呢個軌跡係咁樣，咁呢度咧呢個就係一個趨勢嘅特質，咁啊破咗個慣性咯喎，呢度咁樣發生咧，我又會點樣做咧？呢度就係我掛盤位啦，呢度就會咁做啦，指示擺呢度。我會咁樣玩到，就係因為呢一樣嘢高度同你吻合嘅時候，你喺生活所有嘅細節，你都會見到呢啲嘢，甚至乎成日都講笑嘅618眼啦，係咪？即係好似一把間尺咁啊！而家對眼睇嘢咧，你自己會見到嗰個黃金比率嗰把尺喺邊度嘅。睇任何嘢已經好似副作用嚟㗎啦。譬如望個水樽咁樣，我就已經知道我618個位喺邊度，跟住佢延伸的話咧，嗰個延伸嘅比率又喺邊度，你會自己睇到晒嘅，好得意嘅。咁你就會有呢個咁樣嘅狀況，你就會將你嘅技能同你嘅生活做一個高度嘅契合。其他技能都係咁樣嘅，即係你玩第二啲嘅技能，其他嘅嘢你都可以做呢個咁樣嘅高度嘅契合，佢會有效好多嘅。你諗下，你一般人就係以為特訓2個鐘，呢2個鐘就係我練習，跟住其餘時間休息咁樣。其實佢唔應該係咁樣嘅，學習應該係循環，係擺你嘅生活上面不斷地去浸嘅，去浸淫先係最有效嘅。OK， 即係你入咁樣就好似臨急抱佛腳一樣咯。咁所以日日少少，日日少少，日日少少係會有效過你突然間有好多，跟住突然間又停，突然間有好多，突然間又停嘅。OK， 呢個係人類個腦袋運作學習機制，你一定要知道。跟住有啲額外方式就係睇你好唔好彩啦，睇你好唔好彩，睇你係咪被上天選中嘅孩子，就係你嚟學習 trading 前，你已經有一啲所謂嘅成功個案、成功經歷或者技能專精打磨嘅經歷。但係我相信啦，唔多唔少都會有嘅，即係你靚仔都實有啲興趣，你中意玩，跟住玩得比較好噶嘛，大部分都有啦。咁如果真係冇，咁咪就將 trading 視為你第一個攞嚟打磨嘅技能啦，仲正仲着數一樣得，係咪？咁第一種平衡式學習咩意思咧？你真係清楚知道學習真係一種能力嚟嘅。即係學嘢其實係有技能嘅，係有階梯嘅，有門檻，有 skill set 去了解 learning 呢一樣嘢嘅。跟住咧，你如果平衡式學習咩意思咧？即係你同一時間嗱，你而家學 trading 係咩嚟嘅 ？trading 係高強度心智運動，佢係食你個腦嘅，食 mental 嘅。咁有啲乜嘢係比較冇食 mental 啊？就係譬如你去跑步啦，你去做 gym 啦，你去玩瑜伽啦，係咪？我都幾建議瑜伽呢個運動嘅喺 trading 嘅配合入邊，因為佢就係一個靜落嚟，感受、自我溝通、自己對話嘅一個好好嘅運動。呢個少少嘅講話啦，我冇抨擊嘅意思啊。希望你唔係咁啱瑜伽老師俾我攻擊中你啊，因為都好普遍呢個現象。玩瑜伽呢個運動咧，就去了解瑜伽嘅本質，唔好做追求色子同埋追求打卡嘅人，係咪？即係你追求擺好多嘅 pose， 追求擺好多嘅動作，明明你嘅基本功震晒㗎啦，但係你都要做到嗰個咁樣嘅姿勢啦，掹住隻腳，然後快啲同我打張卡啊，或者係為咗呈現出自己都同瑜伽有關係嘅呢個 trend， 你就變咗 trend 人，你唔係一個 classic， 你唔係一個講本質嘅人。但係瑜伽呢個運動，佢除咗係嗰個流程以外啦，佢本身自己有一個好經典嘅學問喺入邊，即係印度幾千年嘅歷史嚟嘅，所以好勁嘅。咁所以佢入邊佢會好多嘅心念嘅運行啦，
你點樣可以保持自己嘅即係觀察自己嘅狀況啦，而佢可以幫你進入到一種比較定嘅狀態。呢種定嘅狀態，佢好適合 trading 嘅，好有效。而且咧，佢嘅運動嘅時候咧，佢可以幫你將你嘅身體咧都去疏通一啲。你都知啦，你炒嘢，你坐喺度練功啊，你坐喺度練習啊，坐喺度坐得多啊，咁樣你都會攰噶嘛，你個人會繃緊噶嘛，係咪？我哋緊張，你一開始緊張嘅時候，你冇辦法一開始咁觀察到你呼吸墜落嚟啊，深呼吸，你冇咁純熟嘅時候，你好容易會繃緊，坐得耐你腰會攰，你嘅膊頭會緊，咁你一有身體嘅毛病咧，其實你嘅所有嘢都會做得唔好嘅。咁例如呢個例子啦，譬如所以你假設一邊學 trading，同一時間，你都去學下瑜伽喎，咁有咩好處咧？你會見到咧兩個技能嘅學習咧，佢哋之間都會有共通性嘅回路俾你揾到嘅。只要你用心去感受，你用心去聽，用心去體驗整合修正，又係咁樣，你會揾到佢哋中間契合嘅地方，然後佢哋之間咧就可以做出一啲嘅連結喎。一連結嘅時候咧，你兩者之間就可以相得益彰，就會一齊做得比較好。但係我呢個真係留意啦，注意能量分配。咩意思咧？如果你將你頭先 trading 係屬於心智強度嘅，瑜伽就唔係呢個 category， 咁所以好平衡。好嘅，佢唔會互相地過度地傾斜。但係如果你又 trading，跟住又全部高心強心智回路嘅全部衝晒去燒爆自己的話咧，你會好容易 over 嘅。除非你有一種已經你帶住另一種，即係譬如你譬如我咁計啦，係嘛？你嘅 trading 已經打到爆咗啦，即係已經唔會困擾我啦，亦都好純熟啦。我真係學西洋棋咁樣計。佢同我之間我唔會衝突噶嘛，我反而可以利用 trading 嘅經驗擺喺度。咁但係呢種咧就係降維切換嚟嘅，就唔係平衡式學習嚟嘅。所以我認為平衡式學習咧，盡量唔好太過集中於一款嘢嘅，個人好容易失衡嘅，好容易失衡嘅。反而均衡少少，擺多少少會好啲嚇。話除非有啲嘢你係比較興趣主導咯，所以其實都好睇你自己嘅，即係好睇你自己嗰個狀態。但係要多啲觀察自己嘅狀態有冇 overload。呢度講多少少啦。好多人會認為學習練習就係越多越好，越多越好，俾心機，捱多啲嘢，通宵係咁去，冇用㗎，冇用㗎，唔係方法嚟㗎。我哋要嘅係乜嘢啊？累積性、重複性。OK，所以你要累積性、重複性，你就要穩定性，你要持續性，你要令到自己有呢啲特質，持續性、穩定性、累積性、重複性呢啲咁嘅嘢，你先可以將件事你持續地咁樣做。你先可以一直喺嗰條成長嘅路入邊，但係你高估自己或者你認為自己過度地想去了解一樣嘢，好挫、好爆、好咪咁樣咪實佢咧，你嘅學習階梯其實唔會特別好㗎。咁呢個就要講到一樣嘢，就頭先都講過啦，就係高維認知嘛。如果你有高維認知，你知道成個局係咁樣運行，你就會安排最好嘅方式俾自己，就唔係用你短時、你當時。用住一種心念就係，喂，我想學嘢啊，所以我梗係練多啲啦，我緊張啫，你就會變成呢一種方式嘅學習，咁樣亦都係好危險嘅，咁亦都係好危險。即係我嘅經驗入邊啦，我嘅觀察入邊，我會見到呢啲個案，所以你多啲去自己去對話啦，多啲自己觀察自己啦，去了解呢樣嘢。OK，平衡式學習係一個幾有趣嘅一個現象。咁但係我坦白講啦，我自己都牛油，我都油低。譬如我通常就幾款咯，即係我幾款技能、幾款嘢去學，而佢哋都係唔同範疇嘅，而我都中意。佢哋之間咧，可能有啲動態，有啲係靜態，或者啲集中啲係靜態咁。我最近就比較多靜態啲嘅運動。咁佢哋中間就會有啲嘅連結，我就會揾得到呢個平衡式學習咯。咁降維切換就係你本身有專精咯。做生意又好，做生意其實同炒嘢都好吻合嘅好多嘢。做生意又好啦，嗱你炒嘢又好啦，或者你係即係打籃球嘅、排球嘅、足球嘅、武術嘅、打 poker 嘅，即係所有呢類型嘅專精擅長技能，你都可以去回溯。你點解打得咁好？你點解做得咁叻？你中間成條成長路係經歷過啲乜嘢嘅？同 trading 有啲咩關係咧？你可以擺翻落嚟㗎。我好相信一樣嘢，所有呢個世界嘅技能，其實最後嘅目的都係認識自己。李小龍都係咁講嘅，哈哈，所以都唔係淨係我相信，係李小龍都係咁樣講嘅。所有嘅技能最後嘅本質就係認識自己同埋表達自己。佢哋都會有呢一個咁樣嘅回路，你會喺呢個技能回路入邊，你會見得到自己一啲嘅特質，見到啲心理嘅變化，你自己係咩性格嘅人，你自己邊啲嘢擅長，邊啲嘢冇咁擅長，擅長嘅發揮得好啲，冇咁擅長嘅，一係就係 hidden 咗佢，一係亦都係可以少少提醒下佢，令到佢唔好太過成為弱點，都係一個方式。咁呢啲其實就係了解自己嘅過程，邊啲嘢自己擅長，邊啲嘢冇咁好啊，邊啲嘢性格係點樣啊，
你個作息啊，等等等等，你都會喺呢一個回路入邊去了解得到。所以降維切換係好有用嘅，好有用嘅。甚至乎我自己嘅教學入邊，我都會好傾向咁樣做，會問佢嘅，即係你自己有冇啲咩你玩過你叻啊咁樣。咁就算佢除非你太僻嘅啫，如果唔係點都有啲認知嘅。咁我就會嘗試將兩樣嘢去連結，去做比喻，咁啊容易啲明白咯。你讓明白嘅時候，即係呢個就教學上啦。你用啲嘅比喻，用啲嘅引導，佢去通到一啲事情嘅時候，咁你就會通得開咧，你就會學得到啊，好有效嘅呢個降維切換。跟住就換位思考啦，即係你去同多啲叻啲嘅人傾偈，即係嗱，呢我冇話高低之分啊。你所有唔叻嘅人就唔傾偈啊，唔係嘅。咁而家你想技能打磨嘛，即係你想精通技能啊嘛，你想變強啊嘛，咁你梗係揾啲強者傾偈啊嘛。係咪？如果你想平淡生活、平靜生活咁樣了解人生百態嘅，咁就梗係冇所謂啦。咁但係如果你講緊技能打磨、技能專精嘅時候，你梗係揾啲領域上邊嘅強者去傾偈啦，了解佢哋嘅諗法啦，了解佢哋嘅思維啦，了解佢哋嘅技能套路啦。所以我覺得睇人物傳記都係好好嘅方式嚟嘅，睇啲名人嘅深度訪談啦，都係我自己好中意嘅一啲嘅活動嚟，而佢係真係好正。你又睇得舒服當休息啫嘛。咁但係聽下呢啲故仔啊，聽下呢啲嘢，你就可以從人哋嘅經驗啦，從人哋嘅經歷入邊咧，你可以學到好多嘢，而唔使自己下下都走冤枉路，同埋自己下下都去自己試，咁你就省卻咗好多嘅成本㗎咯喎，無論係時間成本以及呢一個嘅真係錢嘅成本都一樣咯。OK，咁應該係咁上下啦。係啦，咁我哋今堂就去到呢度，呢個係預備課，俾大家了解學習，了解 trading 係一個技能打磨，佢唔係一啲了解咩秘訣秘密，你即刻可以知道就市場贏錢，佢唔係一件咁樣嘅事，佢係一個技能，係要你由基本功一步一步咁樣去打磨起上嚟，令到成個系統呈現會成為你。所以我哋之後嘅內容入邊都會係啦，第一堂俾啲最基本嘅嘢你，跟住搭啲，一路搭，你會見到第一堂你畫嘅嘢係少少。之後慢慢去到最後你好有成果，好有成功感啊！一路見到之後你就一個呈現一個模樣，就係你好了解，但係唔好 skip 任何嘅 progress，唔好推快個進度佢，唔好覺得自己我明啦，我了解啦，快啲飛，唔好有呢一種咁嘅觀念，你會浪費咗更加多嘅時間。百日築基，勤修萬學，係呢8個字喺學習入邊係非常之重要。OK，咁我哋喺之後嘅課堂入邊再見啦，拜拜。